呀，未記佢買。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人來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真歡喜咧，這禮拜來參加我人嘅講話嘅節目啦嚇。然後你知唔知呢？你我真歡喜，我忘記這禮拜真歡喜。我頭腦未 process。我會介紹我特別嘅 Vincent 到啲 YouTube 入邊嘅，唔是 YouTube 到啲 Google Meet 入邊嘅363歡迎，歡迎大家。個有阿龍歡迎。Hello， 真歡喜阿龍個車掉個，我們要今日每可能叫佢咩咩講，唔要去泡個邊啊嘛就係。個有維娃娃，嗱維娃娃正當泡個邊嘅嘛，所以你咪係請維娃娃入邊，你唔是開個邊店咩啊？你做？我係人嘛唔是話。你講開個邊店咩？我係記。我爸嘛是個邊店咩？啊哦，แล้ว個有 Clubback 唔是 Clubhouse 入邊嘅人 ，Clubhouse 嘅人是博劍店咯，歡迎。Hello。แล้ว個有比賽講，即係比賽講嘅話，suggest 嘅話題嚟，個教做 shop， 歡迎。大家好。แล้ว感謝，แล้ว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物件咧，就是話題就是教做 shop， 福建話我是安怎講啦，我是。阿咪都冇講教做 shop， 我別曉講教做 shop， 所以我是講咱沒關係物件啊。一個人咱去一位大是無沒關係，伊會生活啊，沒關係，一項物質物件啊，啥物，了會做路硬語啊，坎坷啊，特別阿龍咧是講，咱咪講教做 shop 咧，啊，跟人怎講咧，即無相文化會衝着。你未接受咯，你未接受伊個。我咱會使用真正 Mandarin 嘅 pattern 嚟講本嘅，特別我是 Mandarin 成日就講啦 ，Mandarin 成日就講我都唔知。文化衝擊啦，我是講衝擊，文化就衝咯。文化就衝文化紅色就衝，紅色就衝嚇。紅色就衝。紅色就衝。我若是講伊 Mandarin 嘅話是安尼啊，衝啊咪文化衝擊嘛。啊，我知嚇，了伊福建話是安怎講？衝擊。衝擊哦，文化衝擊，衝擊哦，呢個衝擊是一個新嘅字嚟本嚟。哦，所以那是條衝啦，那個文化條衝啦，文化衝咯就。文化衝嚇，文化衝成個咩店啊？你賣咧有仔嘅店文化衝，文化衝啫，紅色衝啊，紅色啊。你去文化衝買你撳錯嘅炒啊！文化衝啊！你撳錯。OK，咱講文化腔，無啦，咱是講無關係。講就純粹文化。文化腔啊，係西文啊。誒，咱成日可能講就是成語啦嘛。有。咱這是咱邊啲福建啊嘛。因為咱是 authority 嘅嘛，冇咧嘛。冇 authority 啦，變做咱是 authority 啦，係我是講。冇啦，愛做變做咱做咯。成個咱無叫咱若是無去叫日本做政府咯，咱家己做政府咯，還是？是啦，點解福建你政府正在叫人？OK， 文化腔就是講咱去一個國家咧，文化甲你啊，受腔甲你沒關係，就。所以咪講啊，阿龍去韓國大時候，你接來你冇有真正興趣要去大韓國誒，是唔是？了特別做咩事頭一條，做咩事時候特別去韓國，第二條你去到時有蝦米物件會着搶着，成個都沒關係呢。即係冇咩有咧就，因為我暑假韓國是已經是1988年去嘅事嘅就，我試韓你知唔知？我看人奧林匹克嘅時候，我就走暑假這所在，因為我第一點阿里郎嘅時就暑假。阿里郎啊！你是暑假衫嚇，你暑假韓國。我看到人嘅衫，我就真正歡喜啊！就我哋有衫，人嘅字。yang做物件款啊，但係你咁細無 keyboard，蝦米都冇嘅，所以我每年看報紙、看電視機看到1988年嘅時候，後來2000年起啊，個接觸到話 keyboard，我個捌到真正捌到哇韓國人嘅同事、韓國人嘅朋友，個真正有咗20幾年前嘅事呢就，所以我韓國已經30幾年啦，20幾年前我就 start， 我就講交到韓國嘅朋友，我本好一步是。我交到韓國嘅朋友，佢哋韓國朋友是依家基本就直播本咗，一直嚟人啲韓國啲邊人做工嘅就，我唔係邊人做工，邊人嘅大工廠啊，工咁樣成工廠嘅，幫啲邊叔叔不滿意嘅，แล้ว我แล้ว我
佢咧，伊是韓國人，伊冇咩朋友嘅，伊是外國人嘛，伊冇咩朋友嘅，咱人，就講20幾年前嘅變樣啊，外國人啊，你唔是紅毛嘅話，你真係韓國找到朋友嘅呢，你真係韓國找到當地朋友嘅，伊冇當叫安尼 open 嘅，你嗱當叫 K-pop 安尼樣啊，你都有時嚟 Korea 啦，你講伊冇朋友冇 call 你嘅，我講特人走去找伊做朋友啊，咪第到事啊嘛，特人走去找伊做朋友啊，係咯，伊古早冇咯，冇人興嘛，係咯，我就解釋起來咧，我一先，伊特特啲幫工對處理咗，所以我去找伊一坨，แล้ว每當每世我是講啊，แล้ว後來到韓國แล้ว伊對嚟韓國做工，แล้ว我嚟正時我冇拄到伊揾，所以我暑假韓國已經是真正幾年嘅事了，我後尾來以前我就 already 是真正興樣嘅方式，興樣嘅咩啊，我冇少 K-pop， 我冇少嘅，我是興樣正興樣嘅文化，暑假樣嘅 pattern。樣嘅歷史我屬嘅這物件嘅咧，所以我嚟到韓國做工咧，我正拄到嘅文化腔咧，唔是真正重，真正輕爾，我是會拄到幾樣項物件，我未關係本有本嘅，我未關係是咩物件咧？我等下未起。隻物件咧？我就估冇完全冇問題都隻，完全都冇想隻，咪你寫物件安做隻？我點去就是講。都掉咯，我點起就是講你掉。無，我就暑假就唔係啲物件，我就暑假只係，我冇就見日本嘅。特別我一種，我去到下面國家，我大落嚟咧，幾後啦，我都會真係關係呢邊嘢咋，所以我是特特之集Korea food 啊，變做韓國人啊，我是真係關係嘅咋。你好啊，當見起講，阿龍啊，今年你邊都食未到，你未到嗰邊哦，食未到福建麵係咪嘅？我未死嘅，你話 coffee 3點半貴啊，而家貴嚟嘢我未死嘅，我是 OK 嘅，特別我習慣時咯，我習慣時食物件，冇關就落，我本身係習慣時，我變咗是，我嗰陣時嘢我閃啦，我閃就嚟，你成個韓國，特別到韓國，我俾人 passport， 我俾人 passport， 我閃裏邊，我係目標就是人哋講真咗，所以變咗我都會有閃去關係樣嘅物件咯。特別我本嚟都條有啲物件我是冇關係本嚟，我搞當劍，我本時。你試我同你上未起咗，我很會嘅咋？叫我人講就我受到時你講，特別我講 OK，我嚟美國時啊，我嚟美國時我是真幫聲你就係係是入幾回驚嘛？對咩嘅？你見我做咩事？你人會，就啲爸爸呢下，啲爸爸呢下，我只聽老人講嘛。呢啲咧，phần慢點會。陳法得啦，嚟咁一點嚇，哎呀，死未覺他嚇，แล้ว我是嚟美國時呢，我是下面物件，我被關係就是你講culture shock，本是我本你成個你小處小處啊，小念處物件。好啦，呢個是叫做 culture shock 咩？成日講都冇關係，嘢方式。冇啊，OK，咱講 psychologically，咱講 OK，psychologically 是頭先讀出係 psych-culture， 呢是叫做 culture shock 嘛 ？culture shock 係一個 curve 你是唔是？伊是唔是啊？伊是講伊個 curve 就是講，你就去到是新嘅所在時，你真歡喜就 excited，咁樣物件哇，新增版啊，爽啊！嚇死啊！你慢慢發覺。哎呦死！我想我厝啊，我想哎呦冇關係啊，我想隻物件啦，慢慢落到嚟，變做成個 depression 咧，你 culture shock 啦，成日講你其實新嘅所在。你都過嘢時，一個變做 balance 咗對去，嘢咧。特別 culture shock 是 incident 嘅嘛，嚟我學到這裡 ，OK，哇 ，OK，one thing 是我冇關係咧，係美國人講我真多聲。都感覺，that's one thing 啦。人講我只個多聲，actually 我同你講 Bruce Key Asia 嘅事，伊講，哎呦，我做卡人講我多聲，美國人講啊。阿無人講話真細聲誒，我是感覺阿無人講話聲。哎呦，你在 Canada 是無聲。冇啦，一定都讀冊是讀美國嘅嘛。我讀 Canada 讀冊。哦，你嗰時讀啲美國讀冊。啊，
我當然唔講出，唔阿十拉沙咁講，人講話四聲冇，你是 Canada，US 多聲，人講話，你感覺到你再講你 stage 啊，你人在咩啊？阿龍阿 John，伊人佢就講throw your voice 啊，人做嘢 project 類 voice 嚇，伊人講話佢了解呢，我感覺。哦，嚟邊講 interesting。誒，特別你講起這吼，我甲你講，你講起這項吼，你知有我日日看 YouTube 啦吼，然後有一個講啦，有一個你看伊紅響伊出火者就係辛苦。伊 YouTuber，嗱有啊啦，嗱伊 YouTuber 講吼，你講下 for those US people 啊，成日講 US 嘅人啊吼，你嗱，because 我是看伊講去 Paris 啦吼，但係講你人來個 Paris 吼，第一頭一項物件就是講話買呢大聲，啱喎，人會感覺就講 US 係人講話，有可能我講話大聲數，然後我變做冇感覺。冇咁啊，無人毋是正講大聲講話啦，因個 America 個安怎講啊？來人有誒人是覺得真 too friendly 啊，直直笑。冇啦，你是 Midwest 啦，你是 Midwest 嘅揾呢？你唔是 American，你唔是 American，你去對你咪 New York 看下睇你去死。特別我實在我講 American 真夠笑喎，特別真夠笑。大聲有影，大聲一定。American 講，因為我講話真大聲，我講話真大聲嘅事，所以我逐擺啊，我甲我朋友人出門吼，伊人真歹勢咋，你我講話真大聲嘅事，了。我笑，我講我本真大聲，大聲，你對來邊個是本真大聲？我睇我都對到咖啡啊，咩事？係你我知啦，就邊佢邊咧學緊.com 啊，拍廣告仔，有陣時，伊就是你，我就是做咩事？因為我係出來人講話大聲，所以我係按對起，甲我對起是，伊講安怎啊？伊講伊逐擺 perception 就是講 Asian 啊，成個真正聲啊，嗱。伊講特別，我一落來就知我係你只大聲數，我係出來人講話本真大聲，所以伊是小到是安尼看得着，特別因為是我講話大聲，我來到美國，所以我無啦曬人講話大聲，因為 level 甲我上。阿莫包梅話做咩數大 Asia 嗰啲人會接笑咩？就是講大聲。啊，你係講亞洲人笑咩？我係笑，我講我人唔笑咩？伊講話成個笑咩呢？伊講講話你大聲，佢講嚟講去講，伊講伊別關係。伊講嚟講去是講人有當時講話 expression 較大啦，無過成日講人係我成日講我係南人啊，講話不是真大聲呀。係南人大聲啲。expression 較無相啦，成個韓國人講話，甲日本人講話，韓國人講話咧真錯咯，你 feel 到成樣笑咩？但係你又唔是。成個海南話呢咯，海南話嘅 language， 海南話講起來聽咧成個笑名咧講呢。對。แล้ว個，我係厝內個頭一間厝，加第二間講話，樣是冇拍電話，一直就翹出來個口，到啲大妹，加第二間嘅厝人講話是這樣嚟嘅咋？講個邊是啲對面講嘅，個邊啥啊？古靈係個啫。對，就是嗰隻古邊店個咧，款個笑，你冇感覺掉講你款個笑咩？流咗哇！冇唔是講卡流咗啊，你係講係面嘅直頭講嘛，對哦。啊，你講到講咩啊？即係未使講，定住你講嘅 example，你會好啊？你講嘅時嚇，你會講。我係 example，before 阿龍問，我係問阿龍啫。我無明白 Korea culture 嗬，做咩說較大漢過拉人嘅人啊 ，even 都幾難幾節啊嗬。有人講話，我愛問 before 一群啊，做咩說愛講個 formal 話 ，what is the formal conversation？ 甲老過拉人嘅人 ，and then 甲細過女嘅人，會使講較 casual。我 I cannot catch you know in English way is there a formal way? It's like writing letters 啊，成個，但係我無明白。Korea 有係考試，但係伊冇聽到，伊冇你個夾對嚟呢，伊冇你個夾對嚟呢。OK，嚟講你每個都知道。阿龍，這是幫緊啊不啊，未使講要唔夾俾每一啲韓國嘅方式為梅魯啫。因為啲啦，有一叫人啦，伊是女嘅哥哥啊，鄉啦，4年，伊本都一季節兩季節呢，伊是 consider 是叫鄉啦嘅，因大到後一個 approach 女是梅女會聲。
所以我無明白什麼事when 伊較大漢過你啊，你甲甲細漢過伊，你愛甲伊講 formal conversation。What is the formal conversation? If you put in English， 安怎 ？What is like？ 哎呀，細漢嘅會使 casual 講話，我無明白咯。唔是啦，I think 你是完全未曉 Korean 嘅嘛？對。未曉淡薄爾，未錯話會曉啦。所以你是完全唔知 Korean language 係咩物件嚟㗎？Korean language 我會無明白安尼濟啦，proper 我未曉講啦，特別未錯我會知啦。特別無咧，上面你是無用即個 Google 啦，意思是講，唔知即係話是咩物件嚟，完全未曉。我本未曉，所以你講，OK。formal 甲 casual 唔是講你幾句話無相嗰種。伊 formal 嘅 casual 是即 English 你 translate 唔出來物件，即是 Korea 教出嚟嘅。伊是意字哦。你係 example 啫 like you know like maybe。日本嘛是有。嗱，當然嘅，嘛是 formal 嘅 conversation。無相嘅，伊 concept 無相嘅 ，Korea concept 是無相嘅。OK， 就應嘅啦。OK， 我講一下物件啦。伊嘅 formal 嘅意思，唔是講較正經，唔是這個意思就是你嘅話是愛講長，還是愛講短嗰種。所以若是講你講話無禮數嘅話咧，就是講你講嘅話真短嗰種。就講我愛你，但係人真係人本在，叫做怎講사랑해。聽過這句話嘛？特別人是未曉，人唔知講사랑해呢句話裏邊啥是咩，人是咩，係是人唔知嘛。人覺得就講幾句話就是迄個意思嘛，對唔對？所以사랑해意思，這句話是 casual 嘅咋。formal 咧就是講這句話特別較長淡薄咗。樣嘅長咧就是伊小妹咧特別是禮數嘅小妹咋。所以사랑해有禮數有禮貌嘅小妹咧是叫做사랑해哟。所以你聽到這裡有嘅字條尾嘅。若是你國家正經，唔是叫正經，國家有禮數嘅講話咧是叫做사랑합니다。所以伊是較長嘅咋，伊是愈來愈長嘅咋。所以會聲愈懸嘅人講嘅話是愈短嘅，愈細漢嘅人講嘅話是愈長嘅咧咋。伊一句話裏面伊是上一個意思嘅咋，上嘅意思嘅。所以伊是加字甲減字啊咋。伊總是要加迄個字咧，意思講伊加迄個字就是表示講伊對你有禮數。所以 usually 啦 ，by standard 啦，你講啊加咩字啊 ？OK， 你加一個有嘅字就使了。所以那時你看戲，你上晝你聽到人講嗬，做咩事咧 ？Why？ 有人講 where？ 因為 why 嘛，對唔對 ？where？ 但是你有當時會聽到人上一句話 why？where 喲？就是講下卡人甲頂邊人講話是講 where 是 why 嚇 ，where 是韓國話嚇。哦，我同你講，做咩 formal 嘅事，你咪會以 why 嘅事就俾佢講 where。我 confused。哦，이렇게 하면 어떡해？ 어떡해？ 就是 어떡해요？ 所以上個 is okay 還是 is okay 是괜찮아요啦，괜찮아요啊。국가 침 담보 국가 등 담보是叫괜찮습니다。所以講감사합니다咧，但人們就講감사합니다是感謝人直接，特別咧감사합니다 actually是等嘅啫，要啲就감사해요，我감사해。特別呢對看情形咧，用啲到落位啦。明白。所以個日本係怪相本咯，伊是相關嘅一個 pattern，特別咧 Korea 伊用嘅方式較無相。所以係你，而且你其實上一年出世嘅人是朋友嚟嘅。所以對人嚟講，你朋友這個字啦，朋友咧嗬是上一年出世嘅人咋。所以就是講，但係這裡面嘅是 just Malaysia 人未曉，伊嚟個 Korea 嚟講，who is that person？I got John. Is that your colleague? It's my friend. He's my friend. 哦，就是講上輩嘅上。伊那是樣聽到講he's my friend。樣咧頭一個 concept 就是講，依個係 casual。特別我就想，你個人講嗱，얘는 내 친구야。伊講伊是我朋友。人想講特別比你少年喎。人唔係你先人講話。少年未識做朋友嘅咩？你Korea咧就是少年未識做朋友嘅。所以但係所以朋友就是上一年就是嘅人嚟，阿無就是真係話抓一年6年。你就嚟看到一個真少嘅人就講前夫啦，前夫是真少嘅，你是我
對20年嘛。嚇政府講我講以前我朋友啊，啲邊啲嘅人嘅角奇怪，度嚟講，啊冇奇怪，嚇對我對，冇奇怪，咁就正常嘅啫。嗯呢啲韓國人嘅角度嚟講，你講啊，以前我係친구啊，人嚟講嚇，以前都20年都是啲친구。哦，你若是講安尼款，安怎講啊？就是伊是你小弟啊，是咩咩？路長姐長嘅，你會使講同以前我係性小弟，以前我係小弟，同性同聲咧就是小弟意思。OK，小弟我小妹啦。特別咧嗬，以前我朋友咧嘛，actually，伊唔是我上成係前小弟嘛，所以你會使講以前我係阿嫩同聲，阿嫩就是我白嘅小弟，唔是我係小弟，阿嫩就是白嘅認識的，所以原來你個阿嫩同聲嘅啊，以前我白嘅小弟。到點邊講，人就講以前伊唔是前生小弟啊， and then 特別 actually，有時講是政府嘅情形啦。你說伊時話20年咗，伊時話20年嘅話，你學伊時話眼睛同聲機會，本無講真正管嘅就，呢機會較嘅，所以你會使講伊時話係後輩，伊時話係父輩。哦，你父輩啊，都你為父輩，鋪養白鋪父輩白，，都有3種嘅嘢呢個，唔該啦，有3種嘅嘢呢，好似你食嗰個地鹽，地鹽唔是河女鹽，哦地眼，地拖卡地。地見女，地就是見女， A N 就是講上一個所在嚟嘅人嚟，然後第二咧就是黑人，就是講上一個學堂畢業嘅。第三個咧就是曉人，就是講假如有上會嘅，所以有可能是上生嘅人嚟嘅，所以人正看重這3種嘅人。哦，所以你講你是拍嘅上人，所以但是講伊是白白做工嘅人咧，伊就是你同事嚟，你別 expect 人講，你講冇伊是我朋友，伊是 my friend 嘅。colleague 就是 colleague，친구就是친구嘅，無相嘅就。韓國人是知道線畫個真清楚嘅就，所以人嘅社會嗰陣是 set 嚟就，一個 set 嚟嘅。你都就講，安怎伊比我大一年爾，我特別強，係咯，我特別 casual，唔是講 always 安尼款嘅。你拄到嘅係種條路講話別講話冇火味啊，即係你是十正經係講。要講少特別頭一道拄面時，你特到 of course 啦，頭一道拄面時，你特別你講係咯。了，但是講伊甲你識咧，就講阿 John 教我伊大我誤會嘛，所以我介講我直接講擦冷氣哦，佢叫我抽落佢，係哦，我就講話就噴親啊哦，我督佢哦，我就咁甲你講話，係咯，但是我問識起來咧，我你有可能就講你抽落話其實放落嚟啦，你話我特別大做大特別甲你講，你會使較 casual 啊，是人可能。冇就掉去4行唔會使回本嘅，4行唔會使回本，特別4行唔是講話會使放落嚟，唔是。4行唔是就，因為唔是到頭邊啷特別列好嘅 concept，伊 concept 伊 direction 真係要緊嘅。喏，你啷白白小白無辜啦，你到我誤會，我死都誤會嘛。我咁講話頭一道咧，你到我誤會本好，你無試算，甲我講 for casual form 本嘅，無本嘅，如果你唔係話嘛，咁是 strangers 嚟 ，who the fuck do you think you are 對唔對？所以你特登是甲我講 form 冇 form 嘅，誒你可能點時候咧是4行嘅去開除嘅就，4行嘅去開除講下。你講話係放落嚟啦，我死都過去，你就係你講。哦，你有個 pressure 就，有個 pressure 就。特別細漢未使算大漢嘅嘛。要未使啊，算大漢。因為誒講話我係放落，你未使漢講嘅就。冇解釋啦，係講。你會使 hint 伊咯，你 hint 伊就是講，你到頭邊，你個你會使講話放落嚟咧。係咯，你個咧嗬。那是講伊暑假路啦，伊個都是雜食咧，伊非就講小路啦，伊係接小路，伊講攞到票呢，就是講攞到票大嘅嘿，就是講嗬，路半幫健生，伊即句話是票大嘅嘿，就講路半幫健生，路半幫健生即句話就是講路半會使教我講，係一種 casual 了，但係咧，我講，一個物件，有陣時啦唔知嗰種，你即係講我supervisor 啦 ，OK，supervisor 啦，我哋做工嘅所在嘛 ，supervisor，因為 formal form 有真係幾種嘅就，嗰啲人真係幾種嘅就，要我穿了，要真幾種嘅就，所以你對看你 at 下面字啲後尾嘅就，我同佢真係關係啦。佢哋嗱時講我 supervisor 咯 ，supervisor key 過嚟 director 咯，你時講 supervisor report director 嘅，係咯，我是 report supervisor OK，係咯，我講 supervisor 講話，我哋都是用 formal form 嘅嘛，對唔對？係咯。我啲意面整啦，我講啲 director 就先啊，我用啲 director 嘅一啲字本線啊，本是 formal 嘅就。特別咧，有時我個 director 講 key supervisor 就先咧 ，because
Korean 是安怎做 ？Korean 是 listeners perspective 咗，哦，唔是 speakers perspective，那是伊到黑兵對不？伊無到黑兵嚟講你免。我唔是，我就是講起伊點先，我未使用 formal form 啲迄個 supervisor 句語咗，我特別講，你使講，我學到一個 idea 啦，我嘅穿。OK，來是叫做 order 來了，係咯，來了 ，he has already come，he already has arrived，伊來了，那是講是casual form 嘅話是 왔어，就是來了，왔어，係咯，就是講是 formal 淡薄咧叫做 왔어요，왔어요 叫做有咯。但邊有時都講到，即係 action 本身啊，即係人做即係 action 嘅係你人啦，來嘅係你人啦，是你應該 respect 嘅人嚟，伊是你嘅是大人嚟，你嘅 supervisor 嚟，係你人嚟咧，你袂使講 John 왔어요，你應該講 John 오셨어요，加一個字你就誤咗，because the action is done by the person，not you，the person，so John 오셨어요就是講嗬 ，even 伊來嘅迄個 action itself 啦，對唔對？用 formal form 嚟咗，迄個人嘅 action 咗就，我講起伊點先，係咯，我喺伊面前講起 director，我講 director 來了，我本嚟係講 director 噶오셨어요上字嚟嘅，但係那時我喺 director 面前講 supervisor 來了，一邊嘅嘛，我喺 supervisor 面前我唔是講 supervisor 噶오셨어요，我唔是講這句的，我是講 supervisor 噶왔어요。哎呦，安尼济，即个啊，有，但是真正濟啊，Korean，係咯，就是我未關事嘅，所以古早時甲人講啊，是，我同你你講，弟弟妹話結字杯，哇，結字杯，佢自己唔是咩路啦，佢自己是講都是哎呀，查某囡仔，查某緊，伊唔是咩人，伊唔是講，伊唔是歹嘢話嚟，伊唔是歹嘢話嚟，是即係。冇意思啊，伊是咁講，伊個Ash 拍波結字杯，拍波因為我 stupid，拍波結字杯，啊，都咁成個臭我係先啊！你睇有個人弄，你睇有當時啊，啲個人你別使有玻璃心嗰陣，你別使都就當個物件，你別使 snowflake 嗰陣，你其實有當時有人甲你講啲物件點先？Because they really care about you，人家用緊嗰啲字嗰陣，唔是假路，人是登路是家己人，人家講來咗。你聽到你我有甲人解釋過嘅，就是講你聽到人講設計是執正件嘅意思咯，意思講件嘅意思咯，伊唔是 bastard，意思就講意思，而且是件嘅意思嚟咗，設計是講禽獸嘅件，人就是叫做設計嘅咗。就是叫做設計，係咯，你袂使講，哎呀，愛去設計，迄個人去設計，就是講迄一個設計啊，去設計，你袂使安尼講話咗，because 你安尼講，你是賣掉迄個人嗰咗，你就是賣掉講迄個炒落，迄個查某，迄個雜性件，迄個人照件，你是安尼賣掉人嗰咗，但係呢個字若是講，你即講嚇，你罵講你是伊嘅件嘛，講，哎呦。有你設計，你設計context，伊 context 冇想咗，所以你媽得講一句話點先？It's an expression of love，endearment，endearment 嚟嘅。所以特別你特別會曉，國內人，就算你別使聽到淡薄人聽到人講一句話，哎呦佢設計，哎呦伊設計，有時講人講啦，哎呦你這個人照鏡，哎呦伊設計，這個人照。我伊咪聲，哎呦伊伊設計，伊喺同你講嘅點先咧？嗬？那時都就成日講，有咗咩我錯話，唔是，我哋人係明白講嗬 ，because he really cares about me。成個伊呢，我伊特別講，伊見他呢個揾咗，對會曉半咗咗，所以有隻人未曉啦，就係外國人啊，用有時我啲 foreigner 嘅 community 嚟嘅啫，因唔知咗，所以用條成日講，啱咗有人叫我嘅，梗係冇話解咗就，又冇 look at start 我條有咗 formality 嘛，所以我感覺唔是，伊唔是咩路。He really likes you. You are part of his family. 所以佢搞緊我特別想，特別正濟喎，安尼看嚟哇！就是我阿龍你去嗰邊時，你冇搞做 shop 咩？你物件，你應該係穿嘅嘛？我係名後尾就是要做韓國人嘅咯，就我嘅關係咯。所以你嘅關係還是？我唔是，我一落嚟就是會接受這個物件嘅人嚟。我唔是講係接受會接受啊，特別學嘅啦，你看無相無相啊。你本上講我比如大嘅人，你識個什麼你왔어요，甲오셨어요，比如大嘅人嘅 action 就是 definitely 會 formalize 咧嘛。所以我特別當時咁想嘅，後來我學到講，我唔是嘅，你啲迄個人，你講掉嘅迄個人。
你啲比伊個個關鍵嘅人頭前，你唔應該用佢哋嗰種。我剛才講，有時我朋友一個古人就我一隻教一個教物件，伊家己是古人嚟，伊講 no Korean language is based on listeners perspective。你特別照顧聽你講話迄個人嘅感受咗。sorry 我是愛問看啦，若是講啦，成日講 OK， 你 manager 嘅回聲，你搞入面梗差亂呀，你換嘅咩？袂使嘅啊，唔是袂使是無可能嘅。伊 usually 啦，伊是一個 super fucking rare situation， 那個拄到嘅情形嘅。Why？無管你是幾歲人咧，即係講我是一個23歲嘅人嚟，我畢業出來了，我馬上就開一間公司了。你唔請人啊，你袂請，比你非常大嘅人。我老實講，我特別我驚嗰一步，所以你請會拄到講。頭家多行細行佢嘅，比 employee 非常多些，真少嘅，唔是講特別真少嘅。哦，對，你就咁說，你無講你哋外國隊嚟啦，你哋外國隊啊，你是畢業出來咧，然後你真係搞咗，你做工就好料嘅咗，你真係識白，啊，你會曉講 English， 你真係出色，你真係物件會曉做嘅。interview 係點先？伊會看掉你了。伊何路嘅迄個大刀，無可能是比啲公司裏邊嘅老鳥，我都比你特別較慣嘅，無可能嘅就。所以你意思是講，成日講我會要做20個歲嘅物件。無你成日講伊愛 recruit 佢哋 manager 嚟講咧，成日講伊 manager 走了啦，你愛 recruit 一個 manager，所以你 recruit 一個真正少年嘅人。冇可能，所以你講到公司裏面是寫隻少年，冇啦，咪講少年啦，譬如講啦，嗬，你40歲啦，你就去內邊做 manager，特別你有可能你工人無升起嘅啊 ，maybe 做只比你較老嘅嚇，係比你較老嘅呢？你做乜屬於無升呢？伊無在調嗎？伊咪做，還是買咧？伊咪做 manager？伊無 degree 啦 ，because 伊大家 degree 同樣嘅 manager。呢個係正經嘅，但是你50歲人啦，你所以 because 有半 level 就是講junior、senior 啊啦 manager 啊啦 senior manager、director degree 嘛，所以你就係點先？要你看戲你就知咧，有차원係啦 대리님、과장님、차장님、부장님啲key 嘢咗。所以那是一個50歲人，做咩屬於啲公司裏邊做工20年啦，50歲啦，佢 still 上隻 level， 佢是誇張嘅，almost impossible 嘅。是咩？我係 pressure 咯咧，你家己本 pressure 咧，我哋使同你講啊，Korean 你家己本身離開公司，你都會加老落來，你都變。嚇，是，所以阿 John 成日你安尼講成日阿 John， 我咪是真冇變。可能伊 director 比伊較細淡薄 ，maybe 細一歲啊。我係 director 細個我就一歲 ，OK。好咧，按照好啊，安尼講阿 John 都未使。細一歲 make sense，你講就係細7、8歲啦，冇可能嘅。細字會咩？韓國老實講韓國，你做細字會有可能嘅咗。因讀冊是3個月佢學嘅咗，所以那是講你知伊是1971年你人就講3個月佢學嘛，所以1971年出世，你知1972年1月出世，然後是講1971年然後白讀上一班嘅咗。對哦，因就是後整會，所以那是講伊話一年啦，伊做呢個 director 啦 ，usually 伊應該是1月2月出世嘅人嚟。所以我是當陣就 stress 就是講成日包人哋講就是我有咧美國冇像 ，because 即美國嘅社會是加韓國是真正冇像嘅嘛。美國 is a flip side。哈，對，美國是 flip side， 美國是我冇插我幾歲，我 forever 冇 direct report 冇頭家，本是會使嘅咋。我成個老人，成個有啲老人啊，60幾歲啊，伊頭家。23歲、50歲20歲、30歲嗰時啊！上個你看我40幾歲啊，我人係 CFO 吧，你30幾歲啫。Because 伊是親戚嘅，有 related to 我嘅公司。哦，所以伊是 CFO。我哋兩個人真係唔錯 survive 咗。Because 有一句話叫做迄個叫咩 parachute 就喺對面一路嚟。人出嚟係 parachute 嚟。因為你看講嘅就。就是講，伊是借 parachute 嚟嘅，落卡森都做唔過去，伊就借 parachute 嚟，伊借 parachute 嚟就是講。就而家個美國就是完全都頭兵。嚇，你所以嗱，美國穩定出嚟是好，但係我未關事嘅物件咧是美國先至我來嘅事啦。
我去做工嘅時候，我馬路間20幾歲呢，只少年嘅嘛。特別但係你知啦 ，engineer 甲大路嘅是來40幾歲、50歲啊，特別伊愛叫你無，伊愛你叫伊賣伊嘅名，我有呢時候。哦，because 我叫阿干啲呢，關係都要坎坷。啊，嗱，我叫阿干啲啊，是 Mr. 嚇，冇話伊人愛叫 first name 嘅喎，冇關係。我同你講 ，that'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韓國。幫咁啲講啦，冇話 actually 幫咁啲嘛，時間咁少啲，幫咁啲咯，幫咁啲，我讀過嗰陣，幫咁啲，伊講一條，你所當今啦，你所你看到中數 Korea 政府啦，亦係 support 啱咧，就 startup company 就 because 當佢租嚟租借，人家少年嘅人被做成做頭家咯就，所以將 support startup company，and then 你看到一個新嘅搞咗出嚟就是 startup company 人嘅念格了係紅毛名嘅就。所以特別講嗬，你會看到只隻新嘅公司起來啊，讓 already 冇睇啲 name、差張 name、誇張 name、副張 name，冇啲咁嘅嘢就，念一個 name 嘢就 John name，name 是咩 name 嘅數下 ？name 是神，哦，個神，Mr 啦，依 address，唔是 actually 唔是就，是真正當嘅就，另外一個是叫詩嘅就，就講民俗詩跟民俗 name 是上一個人嚟就。特別呢個 name 是較 respectful 嘅一種嘅叫法嚟，所以當佢 culturally 咧 ，Korea 有隻公司啦，用 start 換樣嘅 culture 咧，就是講我咁樣用阿毛名啦，你買幾人？阿毛名意思是講你叫咩 Sam 呢 ，Peter 呢，叫 Peter，所以人可能較關係較 increase，and 樣叫一韓國名，喺度較坎坷。屌，你用到韓國名，你想我介紹我頭家點先？我介紹我頭家點先？我講韓國名點先？我是無，我無叫我頭家嘅名喺度做，我叫我頭家帶到去度做，我叫差張念，啊無叫 Tapio 念，我無叫伊名喺度做，我無叫伊名喺度做，我公司裏邊人叫我本是上款嚟做，特別人哋我就錢嘅樣做，所以人會叫我帶到嘅上司，人叫我嘅名，所以人無叫我，人無近日叫我曲張念。人叫我茶好曲張，有人叫我beautiful嘅茶好曲張呢，有人叫我嘅就，所以聽到名是較親嘅就，所以當然有新嘅教者出嚟了，就是人家自家用紅毛名了。我公司 actually 是我帶起來嘅，我公司馬路沿線嘅裡面夾我搬新嘅所在開個別店嘛。然後我教我頭嘢講，嗱是講諗去做 global company 嘅話 I think it's best，但係諗有一個紅毛名咯，所以我講起線嘅紅毛名係樣就，所以當時完全別講 English 就。所以伊名叫做 let's say 啦，叫做長面，係咯長面查某嚟嘅，係咯我看啲我講下，呢名係叫 Jasmine，我有時教咯，我係知道，而家有一個我記講，伊唔知係啲係咩名嘅，because 伊未學過 English 嘅，所以伊唔知係啲係咩關名就，海底撈，海底，我講潮文 after that，呢條名話咗海底撈，我聽到我介紹個海底係咩意思，我諗我介紹 Michelle。แล้วก็Emma 我講好聽嘅名，唔係佢頭二哩嘅Olivia，我按你講你名個破湯能播嘅，因為走住你咩Francisca，你冇啊，冇多理啦。係啦 Olivia，係啦，你講 Stephanie， 我講 Stephanie 有淡薄鬧了嚇，咁冇咩事件了嘅 ，Josephine 有淡薄鬼事了，你會識叫 Olivia？ 你冇對上個香港嘅嚇 Apple 啊？我冇係咁，我係講係正經嘅名，係啊，Sushi 啊 ，Zoe 嚇 ，Zoe 啊 ，Zoe， 蛋撻啊，蛋撻 egg table， telephone 啊 ，telephone on。我捌看過，我來人一隻人嘅公司是冇啲啲都規隻界嘛，所以向伊個台灣伊個 China 嘅 factory 嘛，所以叫伊個 global 嘅 directory 我看，有人名 table， 有人名 chair。我覺得說 table 嘅，個 dustbin，我貴睇 dustbin 係咩？ keyboard 嗰啲 dustbin 啊 DUSBIN， 我知，แล้ว你 dustbin เนี่ย係咩啦 dustbin chain 啊 dustbin 嘅 dustbin， 小嘅講個其實啦，10攤。and then 伊 table 個唔知攞三間，我唔是一間一個 table one table two table。你別怪人，有時完全未曉這物件誒，有時想到你就點樣說，樣當人名有可能叫做張義
安尼一個義字義嘅就，所以伊叫做張義，對，伊名就是張義呢，就所以咪叫做車窗，車窗，對伊嚟講，伊冇 feel 到 anything awkward 嗰種，對，人別怪啊，人 feel 到 awkward 都別怪啊，唔知人名 condom 喎。話咯，Willy 啊 ，Willy，哦，是懶覺，Willy 嘛 ，penis 話，我把它叫 penis 話。伊講 because 伊人有咧，干呢遐長人見咧嘛，所以伊唔會咯，我名長人寫，所以我人是感覺啦，是一個 UK 人 ，because 人這邊 US 嘅人是叫 garbage can 嘅嘛，咁叫得 dustbin 嘅嘛，對，所以我感覺伊每一個 UK 人，所以 UK 人講你名 maybe 伊是唔知是係咪木桶啊，是係咪桶啊，你咪解佢就西湯嘅。特別我記得做工嘅點聲，我有影有拄一個。我冇計講句話，伊是美國人嚟，美國，because 往 Outlook 會看到就係全世界嘛，叫做 Nicholas Moron 嘅咋，所以 Moron 是一個 valid surname 嚟做 DUS。MORON 啊，喲，成想咗。It's French, but because moron is moronic, because 有咧 MORONNE，所以伊人immigrate 來時啊。伊人當時成個我朋友啦，伊是住Ukraine 來啦，伊來時伊嘛真濟人咯，所以伊人嘛排隊咯，住 Ellis Island New York 排隊咯，所以一個人伊 spell 伊 Luzinski 啦，一個是 spell SKI， 一個 spell SKY， 了一個 Zin 啊是，一個是 ZIN， 了一個是 SIN。所以伊一個家庭啦，唔知是五個後生是幾個啦，特別伊surname 個了 spell 冇成。成個我罵呢啦，定住我罵講嘅，我罵講嘅伊隻兄弟姊妹嗰啲隻咪啲姓老，隻姓老，隻姓老，個了姓冇成嘅。會咪是 OEI 啊？伊講上次講。係咪 OEI 係咩？OOI，我 OOI 是呢個係 Apple 嘅叫做001嘅001。我講個意思，我哋點講咗先咁樣咯。HR 每話就係講按照你名是講你講你講緊我講嘅，你只 OOI，hello。你解講啊，你是 James Bond 嘅表哥 ，James Bond 嘅表哥。我是 James Bond 頭家啊，001。我是你們38的人，我 HR 來每話就講，你怎麼你的名字這麼奇怪，怎麼會是001呢？你每話就講我。當今我名是26.001。你都姓吳嘢咩？我嘛姓吳嘢嘛，我嘛是001，對，我嘛是姓吳 OOI 咯，對。我必對我嘛姓啊 OOI。我朋友來美國讀冊時，借頭到借背啲來美國是嘢啦 ，Mr. 001 paging you're about to 001。I'm surprised that you don't know Actually，我把拄過一道啊，我把這唔是我。到底變 BJ 嘅時候，我到底讀冊 KTV 嘅時啊，伊個迄個我係一個朋友，我係 friend 咪做苗族，然後伊寄 message 來時，我甲我朋友講，伊寫唔知一 note 互我 ，because 伊安尼我 roommate 誒，然後是伊就寫一 message 係咪啊？叫係咪嘟，你係咪就是苗族？然後是我叫 note 互我 friend 我講，唔知就是苗200好咯，就是苗200。但係伊寫是 zoo 啊 ，ZOO 啊，然後伊寫我講。安怎有一個人唔知苗200會寄物件好咯，寄一 note 好咯。我死都會記，我當機。苗200，所以我當機我看到伊希望叫苗200啊。應該冇打講就叫苗200。OK， 來講到對culture shock 個有蝦米物件啊？你先講到去旅行嘅事。我係識講我係你八兩度我 suggest 所講嘅。你講就係驚啊！就係嘅 ，actually 是我係紅人去學堂嘅 gym 是，所以學堂嘅大部嘅 gym 嗬，一張 A 嗬是一個鋪嚟嘛，
搞對背嘅鋪啊嘛，然後伊個shower head 咧是4個啦，所以伊無 partition 嘅就無，伊 partition 一個上個 access 一個 sign，and then 4個人會使去啊咯，伊無 partition 嘅就無，但係是啊，安尼一個人去賺 A 咋，所以大大波嘅咧，我看中屋還是大屋？ uni 哦 uni，OK，uni 是大話中屋有 gym 嘅未歹，所以 after that 嗬，你imagine啊，一個鋪4個 shower head 哦，所以我看到你看到我成個鋪單上喺度打波得特別，我清晒看咧佢，沒關係啦，我就 A 啦，梗係沒關係啦 ，culture shock 啦，你行出來時嗬，行出來時夾伊個大啦，夾伊 bag 時大，係你落個時候，誒咧，講到伊。其中一個professor 就冇巴黎 major 啦，巴黎 faculty 啦，係 professor 是做緊 yoga 咋，冇穿衫冇穿褲咋，下垂向起嚟彎起來啊，伊做緊 yoga 喺嚟 flip 啊，flip 啊嚇，所以咪啲啦，你看啲嘢落嚟塞㗎，一下全摸㗎了，真係咩吧？未賺 A， 如果未賺 A， totally 未。哦，但係未關事啊，我 actually， 你講旅行啦，你特別真是，你唔捌去過淡江bunga嘅，即係你 Chinese swimming club 咩？張 A 嗰陣咪是咧，一抓個咧做父親衫張嘅。你抓個 OK， 你看到表哦，一是看路個頭前我一條坡。伊一個煲到一個面攰啊，耶！對，嚇，嗰啲本是有你冇睇嚇，有你冇睇嘅條 public bathroom 啊，都就是去咁樣講嘅，雜波啦，我發嚇，佢哋他咪嘛是寫，我去日本啊是，梗係有 public bathroom 嘅教者嘅，你去佢哋日本啊是啊，佢哋溫泉啊，其中係咪貴？佢哋onsen 啊是啊，嗬，嘛是個咧特別透衫透褲嘅咧，所以我冇關事，嚇頭期係沒關係，因為隔了本是安尼看嘅啦，你看到。你冇咁驚是啊？即係本是文化上嚟，我沒關係是因為我是架當書白白去嗰咋，你愛看你家己嘅當書。人嘅，大家啲係做工嘅人咋，有時較識咯你，較識去咯你，可能。尤其是啲人頭會死。我真係有當時我就是到底我係只咩有時我看到一個我係當書咯，一直落來我就搞人就講一隻人頭咧，以前只水就慣啊，伊冇咪講話啦，特別一隻書本特別一隻人頭，我自己嘅時啊，到底只未看到到底社會行出來啊，哇！一個成個你開人哋大條喎，我淨係嗰時哦，我就出驚，所以特擺都做工都嚟，我就成日掉一隻線啊，到底就係看到。你 meeting 時你上啲白行嘅啊？我特別我淨係看到一面都是上條頂住，我看到嘅物件。係點啊？嚇！即個是頭啦，頭 start 啊是，你會感覺講歹勢咯，你無關係咯。你關係去啊？好古咧。古咧，你就會我去特別因為會使看嘛，我會使欣賞嘛。哦，特別你是講 straight 是對樣是無特別冇拍攝本嘛，雖然人拍攝人看到你本嘅，拍攝本嘅，特別冇辦法誒，冇你若是講日本人，迄邊嘅人嘛袂咯，就係講人家己嘅 friend 下面啊，嗬就拍攝咯，你條片嘅喎，你就係對，我家己人本個拍攝嚇，stranger 個 OK，你應該都冇拄到伊啊嘛 ，OK 啦。一直到變咗學勁 gathering 嘅時，人家都冇情衫冇情褲。我明白話，咱錄音時間啦冇情衫冇情褲。所以特別係你看日本啊，會使嘅喎，伊人嘅朋友啦，關係冇小紅。人會使，伊人會接受嘅啊。這裡是我你就講中國啊，你看伊人不會，你伊人會多邊傾成理啊，因成個無完全無強調安好咯，成個無關係啊嘛，就係關係。係你我話實話，因為我個當今我本時就無歹勢個 still。
阿 John 你安尼讀緊你這年，你個會歹勢個。我讀緊啲這年我都冇真采去甲人爭 egg，是咯，我冇去 gym 嘅 please。我就冇 OK 個，我去 canteen 嘅，我冇去 gym。อันนั้นเท้าแล้วอันนี้จังเอกโอเคนะ OK，so 我爭 egg，我係 gym，頂到我有去 gym 嘅時啦嚇，我係 gym 是伊有一格，了伊無 shower 個燈，特別有一格。So 我特別冇是只 stress，我後尾成看條表，陣要咪看過口，然後咯，就我咪陣講有人來，是咪 because 有人來，我就 feel 到淡薄細緊固，然後呢嘛。So 我就特別我覺得當今我 still 緊固，你想要叫我去 publicly 爭 egg and 看頭衫頭殼到啲裏面頭整，我本未喎，我冇咩關係。特別我講嗬，即係是唔是諗 Chinese 呢 ？Because last time 嗰時我做我 teachers training 嗰時啊，嗬，咧我諗特別去成個佢哋 camp 啊，佢哋 camp 嗰時我嗬是有參混啦，有參。I think 是看人嚟，即是唔是等人，唔是人嚟教咗。你看嗬，人等人嗬。隔了就是接佢哋一格嗰種，佢哋混啦嗬，隔了亦because有一個水池嘅嘛嗬，因為而家是偷三偷四，你講爭嚟嘅話混啦。特別我係實是人，你阿摩本，你講阿摩本好啊，阿摩本是有啲人真正冇暑假去，佢 open shower 嘅 gym 嘅，伊唔是講是人加下了阿摩就成嚟款嘅，maybe 有可能一大部分，特別我唔知日本加韓國有嚟款有成個冇暑假嘅人，本來我唔知啊你。冇暑假慢慢 gym 嘅咯。特別我只係來是。咁了我阿莫朋友咁了是被歹勢啦，了特別有陣時你會拄到一半間啊，伊人會入去迄個 toilet 換衫嘛，了我問我朋友是你人會做 upbringing 嗰時係咪嘛 ？because 人 Malaysia upbringing 是人去在間換衫嘛，但是伊人講啊，有影無影唔知講，較濟人唔敢啲 public 是伊人。They are insecure of their own body. So that's why ilang why 講一個 insecure of their own body image. Especially yang bodybuilding 嘅 type 誒，大部你在 American 咧，只一個只 concern about 樣 body 啦，對，所以樣無 feel ashamed 嘅，偷曬就肯偷嘅 ，because 伊有 six pack 啊，伊是迄個。但我就看那是那是講我有 six pack，我係安尼卡。有誒 six pack 個 hydrant 哦，個 six pack 個 hydrant。and then 你個加加 feel 落嚟，你地講了，學堂你頭頂嘅你估嘅冇，你 because 食 confident， 安尼看你樣。人家冇拍格呀。人家冇拍格，我可能看。你對你家己身軀上加無 like you're not confident on your own body, so you're embarrassed the body because it's just your body. So 我問阿莫包嗰時候，我講真濟大波，有陣時伊人會去啊 ，they felt that 伊人 there's something that they're not comfortable sharing, so maybe 伊比較想細條啦，嗰時伊maybe 本是你講啦。特別我講起你日本啊，是特別嘅咯 ，because 伊定條愛擼頭咧嘛，所以頭了入去啊是，一話有人嘅安尼長嘅，有人嘅大嘅，有人嘅，你知道？你去鳥啊？我照看到，把照你看到，你會感覺到講，我就冇歹勢，對，我咪是點講？細漢時去在你 swimming club 小主時，我真係歹勢，特別個俾看，特別個歹勢，是唔是啊？就種感覺。我你歹勢，แล้วก็有一項就是講，哎喲，你成日講，成日你人講嘅，你成日講，你家己無蝦米冇咩本事。冇咩本事啊！你感覺就講，你家己自卑淡薄就，哎喲，歹勢喎呢，你明白嘛？我哋講係感覺本。別人個蝦米無像國家誒即槍樣嘅沒關係，去食飯嘅時候咪本好。食物件咧？我有一個故事。我哋講先。我咁啲。我本是來美國拍拖嘛。So I think the first few weeks 啦，我會去我會 band 我 band 啦 ，band 還是 band 別去啊，甲老去，然後伊連去我即個人嘅伊坐位啦，佢哋人無管誒，無去學到誒，你真係你些人，你無看到，嘛對，無有看到伊無管。
無你又無發到，拖伊邊啊，伊坐了迄邊啊，無橋。你必只注意掉聽車是咩？都冇注意掉，無，啊是迄人衰，特別你是一刀呢咧，啊是特擺架佬無上人冇人橋咯。我阿個先是，我 after that time 我無下人橋啊，所以我是家己橋。哦。所以 maybe 是係一人本家咧，都唔是講啥特你都特人都是無橋啊。我感覺 Americans 無管咧，normally 你睇到馬來西亞，哇人物件、家佬物件，你得到現時橋互人嘅咯。當結特別到 America 我感覺無咯，無安尼。成家你人啊，嘅互阿無紅嘅啊，你人得到有 culture shock 嘅嘛？哦，對哦，啊你人嘅成哇，得到成家佢咗弟弟我甲弟弟我人開房間時甲阿生講誒，culture shock，安怎你紅嘅頭毛是 blonde 呢？你一頂毛是黑嘅。有個人是係啊，有個人是呢款啊，特別大波就我唔是呢，有你是嚇，有你是大波就我唔是呢，好相似。我那是耳尖是長嘅嘛，頭甲一頂是長嘛，color。攏是講我 distracted 掉，攏是講嘢係你 drape match 個燈阿咩啊？你講咧，我講到阿毛嘅紅啊，往時我阿毛嘅紅嘅邊我較 Asian， 伊是當然我你看我嘅 food camp 來啊，我一堆來啊，有 appointment， 哇！即係咩雲吞麵啊？哦，真係雲吞麵好料。伊這是麵，唔知雲吞麵啊。個 yakitori 個同埋都哇！我成講無伊無掂啊！我成講無肯食啦，其實我成講家己食了家己阿面落了家己煮了，個送回來喎。伊個去停地啊哇，同我地了啊！喂，所講about 這裡嗬，然後人呢想阿什laksa啦，這裡鹹水甜啦，咁樣。花鹹甜 sorry， 鹹水甜，花鹹甜啊！因為特啲有頭嗰時特啲 ，maybe 有culture shock 咧，有小咩上面嘅款咯。哦，特啲有誒，特別是上古人成關時，有時冇咩會記，安款嘅物件嘅。安怎都 get used to it，安怎go around， 安怎都無會話啊？講啦，John。你就講啦，係啦，你講你安卡 Asian 啊？冇啦，我感覺到無相嘅物件，迄有可能是人，但我唔知是唔是 culture shock，because 伊是人 ，OK， 伊就冇阿冇啲嘅物件咧，就是講我有當時成日講我無爽物件，我會假 pretend 成日無事嘅。because 我咪成日講 make a scene 嘅是發生什麼，伊無爽一直頭出來嘅，特別伊本無記，伊本無成講記掉講你做下面物件，伊成嗱成講 something 唔是講我做啦，別項物件伊成無歡喜啊，伊袂成講 cover 一邊嘅咯，伊直接出來嘅，伊你再講伊其實歡喜，你再講伊其實無歡喜，伊無像我呢，我無歡喜時，你無咪知。你意思講，你是講華語叫講咩繁花啊？冇，伊是口是心非，伊是口是心非。唔是講口是心非，我是想講你再講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就 OK。你先講你 OK 啦，咱想講人家去只 party 嘅上面，你咪去 ，because 冇咩識啊上面。แล้ว往時咱會想啊，哎呦歹勢，我要河邊人啊，可能。然後你硬去啊，佢做個時候 OK， 真歡喜來，特別係少少無嘅，口是心非本啊。特別係成日講 ，sometimes under certain social situation 嘅時候，你成日講為咗要河邊人，你做物件，特別伊無，伊就是咪去就是無去嘅。你是感覺到個阿摩人較濟啲，是唔是啊？我感覺到較啲咯，可能。是哦。是較啲啦，maybe 較 straight，I mean 較 sincere 啦，on 伊。一是字，係啦。我係媽。伊邊成講嘅嘅咧，嚇冇啲咯。伊邊係是講我係媽妹蝦米物件啦。伊無好食咪食。
as if 伊無個時講咱食啊，就食啦，咱較客氣啦，咱有淡薄較客氣。客氣嘅淡薄虛嘅有當時。特別我紅吼，伊是 maybe 伊好客氣，伊唔是講伊無客，伊夠客氣，actually 我紅是講伊 maybe certain things 是無相，成個let's say 講我食含我麻煮嘅物件是伊袂曉食嘅物件吼，伊就講伊對成日 try 淡薄啊 ，OK，thank you 買食，無食，伊使面成講我唔講唔敢食。我感覺咗阿摩人較濟是安尼喎，我拄過阿摩人唔是安尼咧，伊買就伊感覺咗講袂啱咧，伊就買，伊袂講。我想到了，叫做 shock。伊買的什麼？我想到了 finally。到啲 restaurant 叫物件食啊時，去等人嘅 restaurant，伊是人叫一項啊家己食，人是叫做一隻啊嘛，嚇。我袂是甲成甲了人白白公司，我食你食我袂。你本袂啊？你莫我硬來硬去，我袂關事。我會使公司，特別愛有迄個 public 誒迄個度。對。冇阿 John 講嘅意思是講，伊叫物件是互家己食。我唔是講咱公司食，成個咳飯啊，係咪物件？咱到底馬來西亞頂到細漢時到厝時，啉湯本來啉咩湯頭姜，我下到對迄個湯嘅碗位，我是無是甲咧。特別 concept of 食物件吼，做在公司啊 family style，甲美國比阿嬤來講，阿嬤是照來到頂家己叫家己物件。我唔是。無啊，伊意思是講，你叫一盤，伊叫一盤，所以無 sharing 嘅喎。對，我是安尼看，你愛食炒粿條，你叫炒粿條；我愛食福建麵，我叫福建麵。若是講我愛食炒粿條，你無炒咩？冇炒粿條。冇阿嬤人是食個雜飯啊，遐呢阿嬤人是食經濟飯遐呢阿嬤人。福建麵炒粿條個無相，係你是咱是叫一碗一碗食嘛，咱是講去食。飯嘅是煮菜嘅時，咱叫一餐配啊，一菜係咩物件？係你無誒，伊樣無啲 concept，所以就其實我去食頸刀骨，頸刀骨家己飯，只可能食頸刀骨。伊無聽講，你參加別人碟仔飯啊，你款去一人一來了一夾飯啊，你款呢？嚇，呢個唔是成個講經濟背後嗰個參淡薄物件嘅話，這是伊去食啊。即 orange chicken， 就是一人食 orange chicken， 隔離啦，別人有叫煎出咩糊啊，係咩物件？伊本是家己食家己呢。伊無公司嘅，無公司嘅，無公司嘅，對。有一項特別我啱先咧，我啱是等人嘅。有一項，我嗰時無咪會啱是安尼款，我是安尼款。但是我對你煮好咧，就是我當你煮外人。我假使講 ，OK， 我做 cookies 嚟講啦。韓國人啊，你。我 explain 我袂曉講條，我 explain 你告訴我聽。若是講我做 cookies 啊，你是我正式嘅朋友，你是我親戚，我就叫你食嚟炒粿搭 ，because 家己人食嚟炒粿 ，because 伊唔是炒粿搭，無水嘅。你較識嘅人，你都無安尼客氣。對，了迄個外邊嘅人，我煮對你，我個你煮無識咧，我就驚嚟煮水嘅，互你食。So the fact that 我對你無安尼好，你就知講，你是我當你是我家己嘅人嘅 ，because 這個是家己嘅人，把你個會使學。阿莫包。你是講咱 Chinese 啦，哦。我唔知是 Chinese 無 Chinese， 我是人款啦。你是講我朋友是我當時我係姊妹嘛，所以我煮物件時我係夾我朋友食，了我係講，這個無咩水，特別伊味素是相嘅，了我係互你較濟，了。無水我本嚟學你，水我本嚟學你。特別若是講我是無當你是我係姊妹咧，無水咧，我是未學你食。了若是講你來我經你地水學你食。I think 是咱當人本是安尼款嘅啦，是一個類。阿嬤包我笑咩咯？阿嬤包講地好嘅俾留學你家己 ，and then 學你地好嘅朋友，我就解講，若是講是正式是人嘅朋友，伊人就明白人嘅心。若是講有夠，人特就是學伊，就是無夠了。所以人特食係嚟無水嘅，水嘅特別是老學人，就是這個是一個禮貌。了，若是講甲外人甲無啱嘅，人嘛特別對了迄個 courtesy 迄個禮貌哦。對。人啊，人明禮貌。客人嚟數嘛，你明白？對，我來路過啊，我係使講家己坐，哎喲，頭下家己坐，翹骹坐去沙發。就是講我當你是家己人啊，若是講我唔是當家己人，你無叫我坐，我都唔敢坐。
แล้ว我姐啱，我唔敢講翹卡，我本別講搖我卡起來，我本別甲你講愛啉水，我本別甲你講蝦米，I think 這個是人嘅長人嘅禮數嚟。阿冇包就是講我咁第一個，你乜嘢使呢？第一好嘅你特別留學你家己 ，number two 你留學你 friend，你我即係我別未通，我個別接受。特別我感覺到佢哋是成個我 family 本是安尼講 ，I think 較濟長人本是安尼。好嘅，I mean 講好嘅物件，人愛學一個面嘛，對，咱都愛送一個禮啊，是唔是愛較體面一點點啊？人講，所以你無識嘅人啊，你反而個愛較好淡薄嘛，對。啊，我是安尼哦。I think 伊人是自我咯，自我是啥物？我唔知，所以 usually 是安尼款咯。所以sometimes 是我做工嘅時候，本是安尼款。若是講白白做工時候，你係 department， 我係 department， 我係學你經物件愛做學先。because 我對你是外人，你經你買做嘅我做。特別了，我係家己當然會罵我咯。做咩事你為咗學人經？我講人當然是外人嘛。So that's 你學外人經嘛？白白做物件時，伊人經。伊人買做，人做 ，because you have to treat your guests as guests。對。So sometimes 是我家己當然係罵我咯，哎喲，你好嘅物件，害人驚起啊！ Yeah,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 What？即係咁樣話200蚊都呢家己當然。喂，對我家己當然好就好啦，但有啲物件我袂啥，都是我朋友特講咯，若是阿三拉家罵你，就是講伊輸甲你，若是伊無輸甲你，伊是袂罵你。because 咱罵袂出 ，because 咱歹勢，咱要咱甲伊生分，咱甲伊生分。阿冇包是 totally 唔是啦，迄個無解人嘛罵咯，根本都無插伊，你傷到伊，你都無插伊。伊人較為家己嘅啦，I think 阿冇人。對本對，individualistic。咱是咱家己嘅人，咱就應該是平白，咱家己嘅心。I don't need to explain 你應該是平白，安尼款啊，我唔知。我看。特別 in a way 冇是無好咯，我感覺 because 我冇是安尼，特別我感覺 in a way 無好 because 你家己西洋嘅人嘅。你無為着你家己。係，你無為着你家己嘅人。照顧人。穩定無好，我有感覺到啦，我感覺到，我冇是安尼，我。比當外口嘅人較好過，北區嘅人得罪人做咩？所以袂怪啦，我變成安前嚟講呢。I won't say what I won't say that what 伊人較好。I would say that I am more. I stand on more formality。對，意思講你伊人做無好嘅事，你冇罵伊人，特別你家己嘅人。你人做無好事，你關心伊人，所以你會罵伊人。特別我係講下，我所冇是無好啦，我感覺。in some ways，我感覺我家己啦。如果你無照顧到你家己嘅人嘛。有照顧，特別你家罵伊人過，你外口嘅人，你就你明白？你外口嘅人，你個看家會開人無？如果你無咪關你人嘅事。對。哎呀，死我未叫我 camera 開咗，我變咗去接嘅。特別咩冚？即係你外邊嘅人啊，伊人死伊話我冇插，特別是咱家己嘅人，咱會罵，特別咱會西洋。我有講袂關是新鮮來美國是，個是外國 ，especially Western 嘅國家是，伊個 toilet 會 get 安尼寬。有個別關係，然後我覺得一堆啊，你講一堆 gap 啊 ？No， 唔是 in between 啊，你每時啊要胖嘅啊，我知係咪數啦，我知啊，先是小囡仔入來，伊個頭看你啫。是哦，你看到個大呢？啊，會個別關係哦。別，然後我會記講我到英國讀冊時讀我 degree 時啦，我 undergrad 時，because 伊個 hostel 時，我讀 hostel 嘛，我讀邊讀冊1年嘛，所以伊個水最樣擺咧，一邊是燒水，一邊是冷水嘅，特別伊個方式是兩嚟嘅喎，所以安怎用？對，哎呦，英國誒，你特別洗手大你basin嘅位，你特別冚你坑。แล้วแห่จด冇啊！我是冚我哋衛星嗬，閃嘅星水啊，and then 嚟 say in the 星嘅咧，嚟
pull out the drain。New Zealand 本時安尼款，伊是一堆咧英國嘅款，我本時我講 ，which means 我特別寫你升你無計寫手嘛，啊無你手嘛是垃圾，那是一升是垃圾啦。是。無論轉領。哇！妖啫噃。唔再拎。沒關係啦，這沒關係啦。你老條橋，英國嘅攞嚟 double tap。The first time 用嘅時候，你未記到一個是條轉條冚，啊轉嚟轉去一個小你追你老了。有本嚟，有嘅。上個我去 Korea 點時時咧，我哋就 culture shock 唔嘅。如果說我係你 owner 係你 Airbnb 講，伊講 Korea 只一個厝咧，因為 toilet 咧別使電棒使抓入去嘅。所以你放晒你切像個台灣嗰呢，放晒了你切了伊個放晒抓咧電上把湯嘅，唔是電到去伊個放晒卡。所以沒關係，即係話你明知道你等陣來行，曬一大堆嗰電上把。That's another culture shock。對，actually 怪馬來西亞我捌到一道本咯，就係馬來西亞本別使咩？樣有美國咧是。唔係比較，甚至我就明白是樣嘅，啊是 European countries 上本是有呢，因為樣嘅 pipe 樣嘅 sewage 嘅 system 嘛，被你那是係抓落去，伊是條塌嘅。伊擺上細，伊擺。咩特別人係抓伊個軟，唔是咩？特別冇人塊啊，伊冇人塊軟。哦，你假了人做在搶嘅是，伊擺細嚟講佢，伊係用塌咯。樣是叫做 liquid waste， 是 solid waste。所以那是 liquid waste 會使搶咯，特別切曬切曬係你抓啦，還是叫做叫做 solid 啊 foreign。俾你放出來嘅曬嘛是 solid 嘅。你曬太大地就衝唔落哦。你放小定嘅時，你特別嘢嚟加咗嘅。反正再講就嘥物件啊！特別係是對我本未冇咩接受那款 ，because 係咩說台灣呢？你味到伊嘥味哦，嗰啲湯伊三擺湯嘅呀，你味到嘛？你切一抓咧嘛是有抓嘛是有嘥，第好嘅就是我對馬來西亞時我是第歡喜當今，伊是你用係你抓水切抓水別啲嚇，是咯。我對馬來西亞時，我本是別關事咯。嗱，冇日本個 OK 嗬 ，because 伊拉有洗卡吹嘅嘛。即係台灣冇誒，所以 sometimes 台灣冇洗卡吹啊。嚇，所以冇擺學路誒，香港本冇誒，所以我本別關事咯。你關事洗卡吹嘅人啦。嚇得。I think 這邊應該只這本是有洗卡吹嘅歌，唔知啦。冇啊，我按是用白細抓嘅。我是按是邊啲人，伊是用白細抓嘅，我是洗卡吹咗啦。伊講我是煩惱。我定到是干那切卡吹呢？我細漢是切卡吹呢，我冇這部，我理這部，因為定到嘅這部啊，你是夾一湯嘅水啊，嗬。你一湯嘅水，你按怎去洗到你卡水坑？你咪是夾手河咯，所以你倒手啦，夾手去杯你洗你看咯，所你成切了嚟洗嘛？我知切咪是 still， 你都要用你手杯一個清氣嘛，一個洗切掉嘅嘛。特別你夾咁咪是要洗掉到你家裡，會佢掉到你指甲嗰個，然後。我是講，我當時我想背記了，我背咯，所以我今日用切，就慢咗切，就慢咗就上當嘅呢，我就要切嘅伊個食無啊，我個會 stop 嘅你知。我是誒推，我係你放曬咗係。嚇，當今我是有兩部，我無。這裡嗬，講起這裡啦，就係 culture shock 嘛，這裡 tissue 呢。無，這裡本是一個 culture shock 誒 ，actually 我用水洗本是10年嚟邊嘅事嘅嚇，แล้ว有一道嘅事就是 because 我參照雲南嘅朋友咧，我特別去伊厝大嘛，所以伊人是完全冇用紙嘅，
所以用嘴完全寫，我就是未明白，你對，伊人無完全無用紙誒，那是伊隻文內面嗬，敢若是用水呢。然後我就講，你有迄個 toilet paper 誒，講無誒啊，伊人無用誒喎，無用 toilet 用，而是用手寫。你開你擺了嗬，你抓咯，抓了，那個嚟。擺個唔要緊，頂到無擺嘅呀，頂到是一湯電巴，後你底一個卡一個凹呢。對。嚇？500嘅。無，我跟你講，有啲裝已經無，你用擺寫卡出去嗬，是真正較新嘅袋咧，頂到有啲袋咧就無砧板，伊無擺。也接到啊！我知，就是講有啲砧板，我聽到講保險店，伊個已經無擺無一個 faucet 你知哦，所以有一個湯是到啲。砧板是到啲湯位，到啲裝已經會倒隻湯，那個隻電巴夾入去在已經嘅邊啊會下掉呢，你知哦。我同你講係你嗬，安尼講呢，安尼在傾安尼咧，伊厝嘅 Georgetown 嘅厝是喺你 pre-war 嘅 houses， 伊在。你看你好驚人去嘅是，還是你辦基厝？面是伊是 rent control 嘅厝，伊厝。啊，所以看伊去，你唔是特人去厝啊？有去就砧板，有一個 faucet，互你洗較粗嘢，倒擺。冇你咪講啲 Georgetown 啦，成日講我去嘅是Terengganu啊，係kampung嘅啊，嗬。แล้ว伊嘅厝內邊呢就有擺，แล้ว when 伊去伊嘅 ，because 伊有伊嘅厝嘅砧板呢是有擺啦，แล้ว伊去伊嘅迄個外口嘅啊 ，because 伊有做生意嘛，所以伊店嗰邊嘅。toilet 我是冇 attach 嘅伊嘅，就伊人是kampung厝嘅嘛，所以伊 toilet 是到外口嘅。而家內邊是冇擺嘅，你愛擤水，擤到外口擤水咧，佢夾住佢嘅。然後咧呢嗬，就是而家是愛用手咯。我同你講，冇咯，真係冇掉啊！你綁帶個唔要緊啊！你若是講綁掉你較淡嘅啊，嗬。帶嗰個係死啊！帶佢綁到一粒個吉哩，哎喲媽！冇，你帶你綁個了嘛，了你嘛較無蝦米物件掉到你卡住嘛。你若是講係你黏嘅啊，嗬，哇！你個愛用手去背啊！我頭也是，我是真正白咯。特別我去了。我 on and off 安尼款半年嘛，半年嘅9個月安尼款啊 ，on and off 安尼款期啊，出變關係啊喎，一變咗後來嗬特別而家是寫下處嘅嘢咯就，特別嗬咧當見我去香港啊，有去之類嗬，而家白我同你講幫曬一頭特別賺億，一頭賺億了寫啊啦。特別你是到啲你那是到啲 hotel 啊，唔係 hotel， 成間到啲 public 嘅砧板，你看幫曬咧，你咪變成嘢咯，冇。所以你嘛是用水啊，你嘛是特別用 tissue paper 切開打，啊，無你得可能是抌個了去。對啊，冇下面講到 hotel 內邊就會使賺億啦，你到外口賣咯嘛白掉。對，我就這年咪是用這切，我同你講，我當見即刻吹俾咖喱咩？老貴咧，你攞咗清地殼，幫曬咗啊！冇你講下面。你kampung，你幫曬。哦，kampung 呀。你寫啊 ，right？你了，切好你切穿打嘛。冇啊，你騎起嚟。冇乜嘅大啦嚟切啦。冇你到外口嚟講咧。到厝內邊嘛，到厝內邊嘛。外口嚟講就是冇誒。外口嚟講冇誒。你寫句咧時候，你就騎起來，可以水流落嚟，你卡還是清氣啊嘛。所以喺你邊，你其實喺你邊你。就抓切換清氣啊，搞到啲南邊屎你嘅卡住坑，用西屎你卡住坑啊，卡垃圾啊！係啦，你冇西屎掉你卡住坑，啊是已經因為你流到你卡嗬，你已經是搶鬼啊！搶鬼啦，嚟追嘛，唔要緊啊！搶鬼啊！是邊講你是特別係你是kampung啦，你是盡間攏係kampung啦。你若是講去 KL 嘅，冇啦，你講若是講 town area 特別。當今咪佢哋較濟咪是有幫曬抓咧，特別啊 Gurney Plaza 內邊冇嘅哈，內邊冇幫曬抓，你特別外口成超成，對，特別也抓後生嘅，貴驚人偷幫曬抓啊！我講嗰邊有人哦 ，please 也幫曬抓，我第三天也會使啊。
哎呦，是啊係就特別我講嘢，春秋啊，中間感謝。Malaysia 嘅 North South Highway 嗰兩咪是按可能外口嗰個嘢自動管放晒咗 QQQQ 嗰嚟啲幾嚟邊。就是咯，當佢有攤嘢就好了，頂到無攤嘢，頂到你就是家己無 prepare 去，你是家己係兄，你家己嘢地靠切了。我佢就大 handbag 嗰啲放晒咗嘅。嚇，我頂到對邊兩咪是。啊，tissue 未使。嚇，對。特別往時 tissue paper 我個無夠用喎，你真係能夠切嘅啊！我哎呦，我同你講我有一道時我老細我同你講下，我老細南西就我去咯，南西就我去一件 Petron 嘅嗬，你我夾出來啊嗬，我被無法啊嘛，係我西就被流啊，無是愛都是頭一條流到啲野車，還是來流到啲在流到去幫西嚟，我去幫夾出來是噗佢一串一百呢，搞落去一頭卡水嘅了，接唔去水。哎呦了，冇了咯。好，無 call 南西咩？你無手電話 call 下南西，911叫啊，叫俾我 tissue paper。But actually 我是有我是有夾條嘅，特別我被用係一包嗰個春，but one third 那個嘛，我知我會夠用嘅，特別拍生氣咯，佢哋撲落去，下一件。就是有影切卡出去特別係到啲三八湯嘅位記，我試咗一記我當劍，話刻骨銘心了，明星嚇，because 我一記掉，一記一寫條紙叫你袂使夾到啲入面。哦，Malaysia 本嚟有安尼款嘅情形啊。老師教你講好，我 culture shock 嚇，我頂到時係咪是苦針版嘅嘛？關是苦針版幫曬嘅嘛？了苦針版幫曬แล้วก็關事啊嘛是冇幫咯，แล้ว去到大，แล้วไป去幫嗰啲借針版啊，我被幫喎，我幫未出喎，我借掉我幫未出。係 relax 啊 I think 我苦落來嘅時，我係 muscle 冇嚟極掉，你去啊 ，actually 是苦掉時你較 relax 嘅，你 sphincter muscle 啊。你酷嘅 position 冇就是當佢別啲 squatty body 啊，所以你酷掉時你較 relax，你借掉時你嗰條極較借。哦，嚇，所以特別我特啲，所以我係樓頂嘅陣晚，多數時我係樓頂嘅陣晚跟樓卡嘅陣晚，樓卡是酷嘅，樓頂是借，我是專門就是樓卡嘅陣晚咪幫咧，因為樓卡嘅陣晚個夾勁嘅，所以冇打咧。你講是幾多路？講角嘅時，我當講角嘅時。哦，嚇，所以樓頂就問樓下就話，樓頂嘅就問你是參加沙嗰度就所以我別得閒你擔，所以我這時你是擔我就未有我落起來啊，我卡住坑，所以我就被打，我就被打我個誒，但是擔我就未有，所以我就按你隻particular當金就成日看咯，特別當金嗬，關係這嗬，你叫我酷我未有喎。你按對佢邊樣是誒關係苦嘅陣版咩？伊唔捌酷過，我都特別吹借咩嘛要。所以我頭一道對時較隻啊，頭一道我冇咩曉嘛，第二道對時我就 make sure，特別第二道對較特別有酷嘅陣版啦。特別有借嘅陣版呀 option。然後你講起一個喎，就是講 because 後來那時候我去香港那時啊，過後那時我看到。就係講我尋日 friend 啊，住咗一個房間嘛，那伊房曬了，伊內面無牆嘅 facility 嘅嘛，那伊本無洗無髒液啦，安尼款行出來了喎。然後我講，了你是安怎你有洗啊？點樣？伊講無喎，我袂哦，記哦，我感覺到，你無洗卡吹了，我記哦。係啦，伊人無洗卡吹嘅嘛，無唔是伊無洗，伊人無通洗卡吹嘅嘛，伊人買啦，個嚟切嘅嘛。所以行出來嘅時候，我問伊啦，我講你我是需要洗嘅啦，你安尼看你有洗卡吹嘅，伊講無洗那時候，我記你哦，我袂甲伊親，袂甲伊親，另個水晶房 turn off 去，我同你講。伊袂甲伊頭turn off 去，係啦，所以另外一間房嘅，我一聽到咧嗬，嚇你無袂啊，一頭turn off 去，袂。拜，แล้วก็有人嘅
我感覺到最近我唔知你感覺到袂使講，你感覺到美國當今就係較興 video 當今。對。哇！嗰隻啦用 video 啊 ，because pandemic 有時係幫曬做冇夠啊，你知啊？對，有本事啦，冇清氣啦，卡穿，you所以但係我特別家己壓掉我嘅 video 就是嚟看，我 portable video 我特別壓掉。特別 typical 嘅咧，嗬，人冇咪切幫曬做冇咪切嘅，人很清氣地講嘅。Don't be surprised。typical 嘅咧，人冇清，伊冇切，即係炒嘅，炒嘅往死 video 個。炒嘅我同你講啊，會打波先啊，會打波。你咪 surprise。伊爭 X 嘅先啊，冇死本呢。卡穿嘅。你真係做咩事咯？咁講，伊卡穿咁未使動。伊人自己嚟。留頭腦，我成日講死卡穿就病嘅啦。Oh my god！伊今晚阿妹時間菜都買死卡穿啊！打波又咁講，你講你特別你棒啊！你講你無連切本無切，安尼講一頭青地，冇切就切，用清清菜菜呢。有誒無切，有誒是無切跌到你一頭青地個呢。有時係你話捌看過，我捌看過嘅是成個安尼，你知啊？嗱，我切卡穿下，我是特別切一隻加300無食嘛掉，所以 even 我無係追本好，我無係 extra 追本好後，你要切加看到一無食，所以特別用一隻加切加無食嘅咋。我買下路就了咗，我咪去到迄個地步啦嚇，講我自己無食啦嚇，伊人嘢一撮安尼，切一刀下格刷，你係切再做清氣，對，一撮安尼落隻安尼，好隻嚇刷。But 切卡穿是伊人寫係伊人夾人嘅嘛，人特別切卡無使。I don't think 唔是伊人夾人嘅，伊人就無伊人。試啊！我去一個啊，去 Europe 嘛是啊，嗬，唔知講啊，伊人嘅culture是安怎啊？伊人有每塊 Europe 嘅啦，哦，成個 Paris 啊，你看伊人是無寫嘅。哎呦，問卡斯哇！嚇，無我就是按每看，啊，你講無寫 country 啊，有 bidet 有冇啊？舊門嚟頂。Paris 有啦 ，French 有興 bidet 嘛？有 separate 啊。tapi public bathroom 冇 bidet 啊 bidet is a French word 唔知啊，我唔知。bidet is a French word 屌，我按你講啊，嗬，哇，我較安心淡薄。你企啊，對嚟講講 ，OK，report 啫。就我想咧，嗬，就我想我 public bathroom 唔知有成個 Asia bathroom 嚟講講有成好多慢間啊，是迄個 bidet 好多洗卡水我唔知啦。你企啊，講講對係是。我講我就俾梅一個咯，梅你朋友，梅一個三百針，不，三百針，冇 bidet 咪叫 wet 嘅切咯。英國咧嚇，英國冇 bidet，英國冇，我去過冇。guarantee。我唔係去過英國咯。伊人嘅，你啊，阿無人啊，切卡全部是凊彩。我是同你講，但所以我好，我無插我記得落下面國門好，你家己記下，你家己啦，即個。portable bidet。家己記。我去記呢隻物件咩？我你叫 wet 啦，wet 就好啦。wet 咩使？是講 wet 係 irresponsible 啦。Sometimes 你Glock 樣嘅就 especially Paris 啊，唔係掂得嚟邊咯，掂到你什麼湯特別有什麼湯啊？所以你看水是第一嘅，水你去到落冇水嘛就慢。所以你第一我成日我係丟，因為大機呢，我話成日我買呢大機嚇。哦 ，OK，細個 actually，然後你俾慣你冇有嘅慣呢是你第一嚟訂咯。even 你冇本好嚇，你幾隻慣細慣嘅水，然後你就慢抓。你咪是點可以淡，你咪是切，咪是成個 at least 有加淡薄切佢啲卡脆你看咯。我就是安尼看你咯。我伊咧為只有路嘅，我夾你針板抓，當要搞啦，我夾你針板抓，我啲外邊你俾先係特別水。可以攝啫我咪大家做嘅你睇佢。嗱，我就俾 keep prepare，卡住淡薄幫曬咗，I mean 講 tissue。
我跟你講頂次我去日本嘅時候，我去過伊個 transit 呢嘛，即快呢嘛。特別我去 transit，我到咗 transit 嗰邊都是一個人出得在哦。然後伊是 run by 唔知咩 United Delta 未記得美國嘅公司，特別我人伊個 airline 嘅了談用啊，是新加坡 airline 咁談用，所以我咪是去咯。我就講啊，日本嘅餐文就是隻爽嘅，去到死人變成啊你美國嘅餐文咧，無別嘅，無波行嘅喎。冇伊陣版嘅盤嘅是 attach 嘛，冇，伊佢嘅陣版上個美國嘅陣版你看咧，冇咧 liner 本冇。佢哋陣版是大伊個 lounge 裏邊嘅。伊個美國US airline lounge 裏邊，所以做上個美國嘅陣版咧。我是想講去日本嘅，即係啊你叫咩啊？Narita，實在是有佢哋 bidet 咪個了本嘅嘛。日本 style 嚟啦，冇喎，我係 transit 嗰邊。日本 style 嚟，美國 style 嘛。佢哋是第一種。對，幫曬大jadi，幫曬。jadi 啦，我自己叫我自己叫 bidet，我係 bidet 嘛。actually 我進步了，古早嘅時啊，我啲無識嘅位我未幫曬，我特別中意做我係幫曬。對。我若是去 travel，特別換 hotel 啦，我係勤 call because I cannot get used to the new toilet。แล้ว特別當今老了啊 ，home pooper 啦，你是 home pooper。我未古早有樣我是 travel number one，我特到講我俾佢 check，我特別去 check 伊 bathroom 頭先。我隻 video 物件，我特別啊。實臭味上面你是講？呢阿 John 咪是安尼款呢？阿 John，我淨係了解。阿 John 上班夜星啊，嗬，你別使一點。冇啦，你幫曬面，我是講我家己嘅先，係講我大啲合併嘅嗬。hotel 啊，還是怎麼？伊個水呢是噴掉我哋先嘅一點嘅水嘅 stain 嗬，我睇到要夾薄切，可以見到對嘛。啊，冇啦，你多啲都未去 Yellowstone 啊 ，Yellowstone 係咪想？嗰陣時係你博啲啊，係你because 伊無 civilization 係嘛那邊，所以伊是係你 construction 係你博啲啊，博啲啊，加垃圾咩？有時你捌看過我去 nature 落地島，我是只少，我同你講，我 limit 嘅，我去 Yellowstone 時，我是去伊 visitor centre 嗰邊用針板嘅，你有時佢啲時候我接那邊啦，唔該接那邊啦。冇，我係知咪就是咁樣換車係搞啊，白車行幾步就行搞誒，你我夠去呢？你叫我行，你叫我去 camping 係咪？我咁樣去死，我咁賣，我咁賣。But 你 tour around 係你點先是 take full days 啊嘛？都唔是一段點鐘嘅。你 tour around 是差唔多8、9點鐘、12點鐘啦，所以大家安裝都大家去博啲放曬啊嘛。你使燒掉咩？往時你使。我有㗎。你使燒掉 ，OK？lock 起來。別啊！我是 need to go。我是大隻。我大隻少放曬。哦，我大隻放曬誒，特別我那是講。日本特別食，然後特別去放啊！為日本食放嘅。哦是啊。特別，若是所在無好嘅時，我係燒嘅，同你講。啊對。會燒啊！佢咧就是定嘢啊，你使。我同你講乜嘢？我是變大蚊條當時。我有當時啊，嗬，無關是一個地方啊，嗬，本是唔是講未放曬，是根本伊無曬愛放嘅喎嚇，直頭未想愛放嘅喎。成個買。第坎坷就是無法會放嘅時候，佢就硬硬地用，嗰啲是第坎坷。我是 quite flexible，even though areas 垃圾咯，我會咧 OK 啦，極條照放咧嚇嗱。The only place 我未放，我負責去搭中國嘅。龍膠嘅嚇。龍膠嘅，伊是成日 living hall 嘅，然後龍膠 split 咁開嘅啫。佢哋頭整啊，睇鋪櫃裏開嚇，鋪櫃裏開啲。會位，因為伊是缸哦，一缸食 stagnant 嘅啫，伊想是嚟 river 是龍膠缸，你是食 stagnant 嘅喎，伊無拖水嘅，你有人會使嗬，又無幫使做嗬，伊個 scarf 啊拍到落到邊嗬，伊使啊掉到嘅，掉到邊啊邊啊。我唔一直當啊，我未放，我照本是徛邊啊位，我未得閒，臭到無人有，一照破啊，佢臭曬味，我講係你是第一嚴重了誒，我第一未得閒嘅。點解你是卡烏魯嘅呀？對 ，because
我做嘅中嘅嘛，發明嘅嘛，所以是去 factory 位嘅嘛，伊是飼雞位嘅嘛，所以人嘅嗰時坐巴士去坐巴士去載嘅工人嘅啦，肯定嘛，我諗是坐巴士去做樣嘅 audit 物件嘛，哇，去伊嘅工廠嘅上班。真係教做 shop 㗎啦，講上班嘅嗬。我這裡不是一個 culture shock 嚟嘛？對，是講咱上班講嘅只字。cannot adapt。OK，講食嘅物件咧，culture shock 食嘅物件呢邊。嗱，我甲你講啊嘛，that day，嗱，講飯嘅對講食嘅啫。佢哋食嘅啊，嗬，我去㗎，佢哋杜基那時啊。哎喲，規日等陣食羅蒂嘅喎，哇，你無飯嘅喎。我甲你講啊，我甲你講，我一夾到你羅蒂呢，我面也是翹起，我甲你講，當本是羅蒂啊，配鹽蛋啊，哇，老食㗎！我甲你講吼，我去甲卡巴多西亞那時吼，我調工去 Google 找長人嘅 restaurant。哦，我白打下咧嚇，白打你無肥食咧，佢又見伊人係kebab啦，然後咧，伊人本是有，伊人 actually 伊人本是有成日講本是有煮嘅菜嘅，特別呢，伊人會成日講生配啦，伊人有生配嘅，特別伊生配吼，較濟人是配羅蒂嘅，唔是配飯嘅，伊嘅飯吼是 consider as side dish 嚟嘅。哦，伊是一個 side dish 嚟嘅。呢個嘅叫 side dish。對，咧有當時伊本無 provide。無安尼款嘅物件，伊是干那蛋啊，你款嘅迄個羅蒂啊，你款嘅，哇老，食連續2日啊，我硬是看到羅蒂呢，我就驚，哈。別人，然後去個食蝦米物件，別個國家啦，去旅行上面食到啊，真係冇關係物件，是嚟大正先嘅，也是真冇關係。我是無正講去別位食袂關係啦，但我古早是在馬來西亞做工時，我在布吉達曼沙拉邊做工，所以邊是好嘅人大位啦。Other than fine cuisine 呢，是食迄個粿啊、湯啦，袂關係咯。大日食咖喱，食甲我都聽，食袂關係咯。有限咯。嗰有就是 OK。你學我食蝦米貴，我本會食。你別想講，哎呀，想食貴啊！我食日食羅蒂呢，外面講食迄個蛋啊，你看你定嘅迄個蛋啊，你看你啊，你會日無，伊是 every meal 本是安尼款嘅物件喎。我去 Middle East 唔知是10日喎，就是安尼款咯。你無啦啥？你會當呢個伊食物件，特別我 OK 啦，我是要緊食物，我。Every few days 我特別食菜食果子，若是我3、4日無食菜無食果子，我袂得。我特別食 salad，甲是食果子，若是講我果子甲菜，我都 OK 啦。然後because 你去 Middle East 無飯嘅，還是羅蒂啦 kebab 真濟，特別早起時是食 toast。了解高仔羅蒂嗰陣時羅蒂，嗰陣時唔是都點解就講，哎喲，點食羅蒂有冇搞錯啊？佢哋講我甲阿毛包攞人，我人嘅 bag 啲 hotel 是特都有係迄個 apple 甲orange 甲 banana，แล้ว若是我看咧人家有影是食了袂實得啦，but at least 有一粒蘋果食，有一粒 orange 食，安怎咯？我係朋友一間啊，其實我個同事啦，伊去香港，就好似即是伊是美國人啊。伊講哇，我去這是怪前年整咁樣啊，你是 early 90s 還是不 late 90s early 2000嘅時，伊講伊去香港啊，伊冇關係，但只是 everyday 我做 Chinese food，伊講。特別香港有安尼食 Western food 本。特別對伊來講嚇，伊是講日成 Chinese food 無 variety 講。so 你成日講話我對去馬來西亞老實講，我對馬來西亞時，我每次去食嘅時候，我每次食只有講去食阿冇食啊，係咪白款食，我食來去每次食咧
上物件是講，那是簡單啊，那是점波啊，點這杯米啊。買嘅 Western food 係你點出嘅？我有食 chicken chop。你會關係咩？就 imagine 啦，我一個為人成我紅你看嚟啦，OK typical Chinese mindset 啦，伊大邊咧點是早起 breakfast 是食 savory 嘅 food 上加粿條湯啊、茶米粉啊，嚟到美國是食 cereal 哦。嚇對。我未講住碗啊，大碗。我是 OK，because 我細漢時我中學時嗰時細學時，家己包麵包啊，家己夾peanut butter啊，去學堂坐巴士食即隻去個學堂嘅。但我硬是未關係，伊本搞個動機不是個食米粉，就食糜食粿條湯。這裡不是對，這是那個 culture shock 哦。cold 個 cold 誒，伊唔是講伊是甜嘅是鹹，伊是 cold 嘅 breakfast 就。我當問你出本是嚟有陣時冇去巴剎，伊人冇去辦山嘛是冇物件食，我係食 the leftover 剩肚迄個紅豆湯啊，我可能食綠豆湯、紅豆湯，係咪？不然食 cold roasted chicken 啊 ，cold roasted turkey 啊 ，hello 啲啊，你食？你個 OK，上次你 sandwich 嚟咯，對。我當你冇食咧，我俾嘢嘅吧，你 rotisserie chicken，แล้วปุ่นแล้วยาเกทุยมันควาที่我本食。阿無人會食嗬，你成都嘅 pizza 嗬。面櫃 microwave 零食嘅就，一食都好食嘅就。我有食本哦，我是夾 cold pizza 喎。我知啊，我咪taste 無相嘅嗰隻。我是夾 cold pizza 本對。我是咩？你講我把佢 test。try 看會使。這是哪個搞接受？無相嘅。嗰一行啊，你就係乜人講啦，定人食嘛對嗬。你去個中國啦，你咪成日講中國嘅物件，個了本是啱人食嘅喎。伊啊，成日講啊，佢哋帶嘛時我去東北啊，แล้ว我去西安啊，哇！伊嘅物件本是你食了嗬，啊無呢就是佢人講定人食是對講，那係 Southern Chinese food。對嚇，特別伊人嘅嗬，咁咪。水饺，你食水餃。有真正濟菜味嘅，菜味啊！你阿無就是花椒啊，佢哋成日佢麻辣嘅呀。四川 pepper 是花椒嚇。伊味是四川 pepper。冇伊味是香嗰隻，特別啊！你特頓啊，你款食啦嗬，你是。嘿，有本事啊！我同你講，我 at the end 啊，我去吹 KFC 嚟食。我到中國吹 KFC 咗，你 McDonald 未食啊？伊物件冇關係嘅。你是食，伊是唔是感覺就直直香呢物件？伊味素較濟是有菜味啦，然後嗰個就是安尼款，尤其是啊，佢哋拉麵，伊嘅味素差唔多就是香。差唔多愛香嘅嚇，對。你是唔是食螺螄粉？冇唔是。成日講呢度西安啊，褲帶麵啊，然後啊，咪啲人嘅佢 cumin 嘅係 cumin 叫咩？嚇，對 cumin 是叫嚇，安尼款係 cumin 啊，就係別咗叫我話係咩？腰赤加錯赤噶，錯赤，呢是腰赤，錯赤是 fennel。總之是啊，伊味素無加sauce。加人嘅係你成日係咯，成日你食你兩味沙爹，然後呢食兩味係你skewer 啊，洋川啊，無你食一日兩日，食一刀兩刀 OK 啦，你日安尼款啊是喎。我講聽人啊，邊兩個人是食成派 ，because 人係食物件食 variety 食，咱食較清嘅物件啊，有要食啊較重味啊，有要食一半啊，有他們幾頭那麼有隻味素，所以咱去食就是講啊，食一個國家嗬，是食物件是差唔多，伊味素差唔多相關嘅物件，咱就講唔嚟呢個。less spices， 邊啲food 加 spices 係真正。嗱 ，spice 冇有啦，my spice 冇有，你咪食點湯啊，你看物件冇有。成日我去 Korea 嚇我 sister 個了 ，end up 去隨行Vietnamese food，去 Korea 食 Vietnamese food 個了，because 伊係落嗬，一種呢，落呢，嚟一環就冇落誒。
一環椒無落，無香啊，無香誒，無香誒，無香誒，就無落。even though 伊kimchi 本好嘛是伊鹹有落落安尼款鹹椒誒款啊，但係無香味誒嚇。誒，你伊無看成個人係咖喱啊，是咩呢款？點啊？Hello，大家好。啊，即香港，即我要看你條照件講，伊朋友是你講就無幫曬，等kiếm掉去。香港，特別去貴多。我講，人食 cumin 嘅人啊，特別是食 cumin 嘅人 ，that's why 係身軀有一個鹹，嚇，對。哦，你看呢啊？我本食去，我本未打含 cumin 嘅味本啊。你講食嘅人嘅身體有安尼款嘅味啊，安怎嘅味？哇，我有一個鹹啊，上隻 cumin 嘅伊身軀這味嘅。誒，你講伊是伊嘅身軀出來味，還是伊嘅油、伊嘅味調到伊身軀嘅？伊身軀嘅啊，伊流汗。所以伊個汗有迄個哦，無怪啦，伊 restaurant 內面本是安尼款嘅味，規個 restaurant。唔是講緊人咧，特人冇味嘅。我攞嚟平時阿婆嚟啦，伊人未食咖喱嘅咗，伊未食 Caesar salad 嘅，伊只食 Caesar salad right， 伊身軀伊味咖喱味無像嘅，要甲我講句，我無相信。伊證明給我聽，你都去味，嚇，對，我冇睇嘛。你味到咖喱味啊？到伊身軀。我 in your head，我無相信。伊講有影，伊嘛是食迄個 Caesar salad 咯。哇，แล้ว3點按開啲 bank 嘅時候，伊就叫我講，阿三辣沙你無相信。我是會味阿蘑菇那邊啊，有影。咖喱味。伊咖喱嘅味，伊身軀嘅鹹啊，就。我是感覺我無熟會鹹，伊講都是 that's why 伊袂食咖喱，伊講伊袂食咖喱，伊食咖喱食臭味鹹。上個上人咯，人食係 fish sauce，咪是伊人有啊，有一個 fish sauce 味嘅。特別醋 fish sauce 有可能是豬食嘅事啦。無你食物件會出。咱人無，咱人食，咱人豆食迄個當味素物件吼 ，according to 我古早時我人有迄個做迄個 Buddhist camp 誒，對毋對？或一禮拜、2禮拜迄樣嘛。師傅甲阮講過，我人誒逐日迄個油飯，迄個 Buddhist 油飯吼，我人身軀有一種誒甜誒。伊人伊去修行，食久了，食濟誒，迄個看你無食咖喱，無食肉丸誒，迄個vegetarian誒人吼，伊誒身軀無安尼臭，安尼菜心誒伊味。伊身軀味是菜絲味 ，fresh 伊袂使伊會乾，我身軀是干那菜。有影我朋友，我有影，我想袂到，我身體上你是歐大啦，你吃大泡，乜會講你食一個咖喱，迄個 Caesar salad 會做隻咖喱物件，伊講有影。伊身軀被 process 係點嘢味？我捌拄過兩間我是查某啦，啊無本袂味伊啦，若是查甫本袂去味啦。呀，伊講 that's why 伊袂食，伊講伊食了伊流汗食，伊感覺真臭，伊味像一個大波嘅味啊，伊食大波 OB 嘅味，body BO 嘅味 BO。真臭，有影是真。係你咪是上加 cumin，但冇上加 BO body odor 嘅味就 cumin。係咪是 body odor pheromone 啊？唔是 pheromone，body odor 就是講臭個啲，唔舒個啲嘅味。有不是嗰啲是迄個伊個 bacteria 食。伊正個插鼻孔誒，迄個聽，我未曉講我聽。無，伊是成個 cumin 嘅味就對啦，不是嗰啲，就是迄個成個臭糊嘅味咯，臭糊嘅味。係咧，所以有咧，嚇，迄個是 bacteria 嘛。我冇食食 Mexican food 嚟咯。because Mexican food。伊隔隻，你就係我味伊嘅即邊，伊嚟超即邊啊。我味伊阿蘑菇。You know that is a pulse point 啊！我味伊超，伊講下你味看，我味這邊，我味伊蘑菇有影，就是像咧夾味啊，可能真吉利。所以唔是咖喱嘅味啦，伊是。伊唔是，伊成個一個 spice 嘅味啊！伊對伊身軀，伊唔知伊荷爾蒙甲伊未 process 啊！伊未特別，我一落來啦，我捌拄過兩粒查某呢。Scandinavian 人無食咖喱，伊就。所以伊人 maybe 伊人 genetic，像 Scandinavian 人伊人無食咖喱、肉丸安尼物件。比如說
伊人伊人係 genetically 被 process。伊人 cheese 哈是，so 啦，伊人 maybe 伊袂咯，伊袂接受伊先。哦，冇啊！即係香港路到底去夏威夷大時路，係咪物件搞做 shock 嘅？沒關係，係冇啦。比較只上邊嘅意思。Russia 係咪物件？個上邊。Russia 係咪搞做 shock？伊落地咯。個地落地，佢真係。只 rice 落地嗰隻 rice bread， 定打，然後伊raw 白白，因為有隻 raw 白。係你伊樣嘅白，冷嘅白嗰種。哦，無煮嘅白。哇！我杯。你是講無煮冷嘅白，是伊白煮了隻冷，成個 cold cut 係咪？哦，成個 cold cut 啊。然後但只杯食半夜點上咧，我真係 sad 咯。哦，但是我同你講，我想買食。然後我入面做 suki 咯就，我杯食做嘅物件，我入面做 suki 了。因為我哎呦都無教我買拜人。哦，你是 Russian 啊嚇？是咯，嚇是咯。哦。So 了。我講死啦！我有 limited supply 呢，我講學啦，我不馬仔後節食下面呢條，有啦頭一道有學啦，然後第二道咯，伊人本愛伊人暑假，到我要食去。去 Asian market 買啦。無通吹啊！要看看吹啊，先嚟應吹咩？OK， 我被燒蛋了。我真係食。一點，我咪攞點整啊！嚇講，我一行，我紅同埋梅話講係咪特別？伊同我講嘅，伊 culture shock 頭一道嚟到 US 嗰時，伊嘅 roommate 穿了 A 裙嘅咯，伊啊對。嚇，穿條 A 裙啊？按照講是穿條 A 裙咧，唔會尋是 sneaker 呢？穿條 A 就自己名稱嘅。你按照佢裙咧，你變成咪垃圾。Hello。誒，我同你講啊，作者啊，美國人啊，唔是作者啦，我唔是我為點解成個特別我不看佢成個到底啊，到底 I can say most， 到底係個啊多咩位啊？樣起名稱嚇，咱去房間啊，讀冊還是做功課咩啊？因為起名稱是要穿條 A 啦。係咯。有 Chris Cross 嘅卡，係咪嗰啲就到底 A 嘅起名稱？而家你變成嘅，佢哋播嘛垃圾去。係咯。係啊。嚇，你冇安裝啊？冇安裝。冇唔驚，because 因都穿到 A 多處啦，你見啦，伊 baby 都擺到頭殼位，夾筆位，嘛是有冇嘅了，咪嘛是啊，只 common 嘅。美國安尼款嘅，講你，我未關事啊，有隻人無穿衫去困，為什麼時候你陪嘛是冇個錯嘅啦，其實伊人係無穿衫去困。別，唔是佢哋無有點個，因幫配到 blanket 裏邊咯，when 你幫配時候，你曬到都淡薄你佢盤出來嘅，你配參加曬掉到你 blanket，imagine that。我是感覺伊人困嘅時候，伊人無穿衫咗，伊人穿短褲。你係咪人？你白係咪人？是到啲辛苦會出來嘅配，到啲辛苦對面出來。你無穿衫多面層嘛？然後你幫特啲會幫配。你是講無穿褲啦，無穿褲你幫配嘅出來。我伊人穿短褲。冇，我你是講無穿衫頂面。啊！伊人是穿短褲，穿 camisole 就去困嘅咗。特別頂到。你按你款穿條 A 去困啊，แล้ว你本身嘛有刷。條條 A 個之間，係有刷咯，曬係咪咁樣冇？冇咯，有刷啦，按照佢困，佢感覺嘢。scrub 咯 ，scrub 嘢，是咩？我哋款係冷咩？哦，咁你講呢個真係。哦，แล้ว伊人嘅廚師就穿 A 咧，嘛對，到廚穿 A 我都冇咩關係啊。是咯，梗係垃圾嘅，打下佢世界啊！是對嚟講。我咧是穿出嚟嘅啦，外邊是穿外邊嘅 A。都嚟喂，唔過伊人來是啊，伊人買套 A 咯啫，因我邊邊我伊買咗，我真別關事咯。嚟一穿伊 A 啊，打嚟，嚟我是感覺嚟，你佢套伊個買套。
我按講刷起啦，刷起啦。無等咧，咱成日講，無成日講有你阿某人嘅厝啊，嗬，有人就係係夾筆啦咩啦，你你做外口啊，你看還沒走粒啊，แล้ว哇，你真要拍手啊，你看 vacuum cleaner 是啊，vacuum cleaner 啦，係面啦，你被揭人人頭下啦，嗬，人手頭卡半安尼借，係你垃圾啦，你即係個安尼看情調會夾入夾出啦。tapi yang 一年兩年有 steam vacuum 啦 ，steam vacuum 有啦。有好就有啦。我去 California 嚇，我去住 Airbnb 你知道，喺厝位你知道，然後我頭搭入去嘅時，最頭看嘅垃圾咩你知道，我啲Hawaii往頭下嘛啲厝嚇，立入去啲垃圾咩，我Hawaii嘛鬧人，用2點鐘計一條頭卡你知道。แล้วก็想到啊，對 ，no wonder 啦，伊拉條條事情了 A 入去嘅，啊，無安怎呢垃圾咩？過後了個想到了，伊 comment 我走嘅時，伊 comment 伊個留我，哇，我厝個個清氣過，我啊未來多時，我嗰時去我個買多 Airbnb 啊，我知。你嘅講扎出啲嘢，但係你都俾靠我20%。係咯。我 I think 這個就是伊人嘅culture咯，嗬，無相嘅嗬。對。特別Hawaii唔是 US 嚟咩 ？Part of US 嘛，伊拉特別伊人 part of US 特別culture無相。伊所在無相，culture無咩相啊。伊Hawaiian 嘅 Asian 嘅culture都較濟嘛。你面是係你阿摩人嘅 culture 無相。英國有情嘢哦嚇，英國。攏講緊係美國咧。Europe 是情嘢，America 有你阿摩是無情嘢。冇，你未使講 Europe，because Scandinavia 個了是上個 Canada 安尼頭。啊，對。我英國愛看伊人有穿 slipper，個厝內邊有穿 slipper。slipper 是比較緊，有人是講穿出外口嘅鞋，對嚟外口即係你無透鞋就穿起來係你。我會記往讀你prepare 往嚟美國時啊，到啲我等時，因為教往啊。伊講你都未知講即個物件，攏去到美國時是看到人無穿無透鞋下是即是只國門啲物件嚟。講，特別好個在吼。基本愛換了啦，美國啊，對，無穿鞋。對，你即係當今下 service 嘅人啊嚟叫你做修理物件人，伊before接來時啊，伊就穿一部啲，伊就想隻手浪咧，特別浪因鞋即係冇透鞋啦，所以用浪過口一人嘅浪，แล้ว加行接來你厝誒，伊無實講立掉垃圾嘢立入來嗱。哦，一定係穿鞋 because no。safety issue 嚇，electrical 物件 safety issue 一定係穿嗰啲 boots，所以浪加出嚟浪 plastic 浪。伊若是無穿鞋啊，要穿背嘅，一邊嚇，一邊若是講無穿鞋。因頭一卡是真正無禮數嘅，無。伊人少講無正少無穿鞋，usually 是穿背。真無禮數啊！本來就是讓上看到我嘅翁阮上啊，我嘅翁就是你知亞洲真係人哦。穿襯拖，大陸咁穿襯拖，แล้ว往時到啲背肌，有時你看人啊，無穿鞋無穿背，就腳卡下起來到啲咧，嚇，แล้ว我翁直接板凳嘅無穿背，我樣係換車本事 ，passenger 也直接卡係去到啲，我係講一項物件，都係。Korea 我舊早去Pyeongchang 時去迄個 ski resort 時吼，我等去坐 train 點先吼。Korea 啊，你穿super 查甫囡仔本好啊，嚟20-30歲吼。因只關係只 common 嘅有誒哦，舉起來卡吼，一個卡舉起來哦，一啲係一個卡。即係人吃白咧，你是講？it's okay 喎喏。你是講人吃白咧，舉手撳掉了，伊卡到一個卡。捏到啲卡底，對哦，係你話大擺咪成啊？我大波未必啦，查甫囡仔穿裙水水，特別一穿唔是 miniskirt 啦，長裙啦，卡舉起來一個。哇！那時我穿襯拖，我去 restaurant 時啊，真唔見。我是襯拖，我是頭嘅襯拖，然後我拍叉位卡，我是做 crisscross 嘅位卡。伊人安尼款是袂使嘅。I think 是。我冇咪，往時我做我唔敢講我嚟頂。
你大多位行 Frisco like 去 supermarket 嗰時咪嚇。我有趁錢，那是我有趁錢千塊嘅位，我無插完咗，那是我趁錢千塊位去，我較就是就只我關事啊，我就去成我落葉問嚟估，參觀本身。你บรรลุย้อนอ่ะ你ชูบรรลุก็你ชูสิวเท้าเอว我就頭 A 個就我啱是頭 A， 我唔捌伊唔捌我是而你要頭 A 到厝嘅，because 係真正幾少嘅。是咯，我係啱本上。我係啱嗰啲是等人嘅都唔知咧。係咯，是咯，我嚟啱嗰我俾成千台，我啲厝內面啊，我去 hotel， 我去 travel，咁咧我特要 pack 我嘅 house slipper。哦，我時我自己學到時，我淡薄有物件立伊夾筆咯，我若啥成淡薄，我唔物件唔知係咩物件行過，可能北較濟人無穿 A 嘛，無頭 A 嘛。แล้วอันนี้ต้องหอดแต่ข้าเจรังโบเทาเอ่ะ係啦，你試過國或者阿摩英國人、美國人其實咪是蠻有頭 A 啊。所以立，你看你唔使去較大時，咱個頭先看咧，立咪是幾哩咯。所以特別你看你去成個 hotel 有當時有學係你前台嘛，係你成日 use control 你可能前台嘛。你咪使用啊，是你接不機時嘅，咧就給燒掉咯。哎呦，我聽我點正確嘅，OK，講個全名啊，禮拜兩個嚟再見個感謝啊，即係啊，有個紅險出嚟教人講嘢教做 shop 物件啊，個感謝即係比賽講可能 suggest idea 咯，了個就是講係你講嘅使物件，free 喎。由於我講嘅西嘅話題 ，OK， 感謝，下禮拜再見，拜，感謝。到底 YouTube 人，頂一禮拜冇看到，到這邊有訂，了這邊伊看有訂，就定看定聽，然後訂上真嘅事，一個歡呼嚕，那是我很多人唔是佢講你同啲，感謝。誒，鴨脖啊！